大家一家乱的这家，一家乱的。那么好屌嘈啊！好屌神都叫 discipline master 你阿 John 講一句老實啲啦，一定係卡就好。咦係咪？我攞去訂過哦。我OK，我就我對我除咗邊個禮拜？邊個禮拜？ OK，我對佢除咗。就好咗。我對咗 OK，嚟 ready 啊嚇！1、2、3，等陣啊，念經啫。俾機帶嚟講，等陣，俾機帶嚟講，上次講啊。歡迎大家嗰度嚟收聽邊咧學嘅呢節目，即係禮拜咧，我人嚟到這邊咧，特別錄音咧是要講安排奧數，安排奧數是蝦米意思呢？咱就嚟每個人嘅特別嘉賓，咱介紹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咧都係這邊老張 producer 豆嘅，歡迎豆嘅。sorry， 俾佢開你麥。豆嘅你開啊，當然開啊。豆嘅你，但係你而家做工哦，你嘅領號會話話，特別個未出現過。會話個未出現。唔係阿 John，我 already request 啊，冇被接。我看到，我未記bằng。阿 John 都係 live 有 live 過啊咯。啊，有啊，佢哋。admit，OK，嚟，一啲個客單，一啲大妹單呀。特別你冇效應嘅。你冇佢聲音到你頭毛啫咩？嚇 ，hello， 有聽到哈？嚇，有聽到了。OK。嗱，水啊人，嗱一個即係看錄淡薄啦，唔要看 camera framing 嘅咩嚇？再頭你大都俾我鬼掉啦，就證明了你 framing 嚇。香港部。對，到嘅就水，到個中。嚇，即係363蚊搞，即係冇咩曉，即係跳落咯嘛。嗰隻跳落梗係冇準，我你看我那是咁樣 focus 跳落啦。可能佢哋呢邊嘛，唔是？伊唔是咩看咩？可能佢哋啲領頭嘅時候，一部成沙。你看停沙咯。攞我當然 frame 啊，你教我一人一半啦。你看豆嘅準啊對，嚟把人發即係跳落出聲啫，跳落嗱，我對面啲坑咧，有時你學鬼掉嚟時候。你對面啲坑咧就意思，即係出聲就係會話話 ，hello， 需要會話話，你有個話363出聲啫，冇聲，聽到，當然需要看到呢邊啦嚇，你多阿龍咧，阿龍出聲就係看到呢邊咯 ，hello。是講就水嘢夠水，咪悄一買啫，咱咪 咱spend some time 啊，咱先幾個人เราไปเป็นให้ฮอกเกียน嘅 guest 啊，成個วิวว่า個但係之前伊無講到伊幾個數就走去啊，你伊無對嚟掉喎，你很係咪啊？鳥狗嚇，無對嚟啊！我helicopter 咪出現隻呢？咩事啊？未必鬼咪行講嘅鬼歌。你覺得嘅好呢就，我對呢邊咧啊，正落禮拜，我呢邊咧，依看條話咗，依看條話尾巴掛就伊唔知，依看條話咧，伊行咁suddenly行咁我走了啊，伊話即係話個大媽，你是唔是跌到落去尾巴掛？我講是啊，如果伊啲邊做緊，我白頭咧尾巴掛都講啦，我覺得order幾好。哦 really 啊，即是講呢邊做緊嘅。哦。伊做工是未捌關是咩？唔是，伊 office 啲未捌關迄小路。伊會使甲你咩？就使sorry，即係佢 private matter 或者講，咁未見到到落雨咗。我知道你 clubhouse 看到啦，好像就我是只會叫我就使甲我定喺你邊。邊我靠！我係時啊，定到你叫你咁我定喺你邊，你接入一粒，你入面倒十邊啊，肯定啊。要邊嗬？嚇！講我知道你咁我 order 我去 KL 時，我而家去 KL 呀。要邊唔知我未記啊，講你 order 好啊，我未記是得落嘅，唔知咩香。OK，冇問題。特別我時間講，of course，特別我覺得就派死就物件。香 by right 啦嚇，講正啦，
伊有時我家己人嘅咋，特別我未得個手路嘅咋，because 我冇識就我關係就哦關係無我標誌是樣simple嘅，所以我買咗應該是隻錢嘅嘛，特別公司哦，所以人哋叫我俾錢票未，我未得個手人俾排隊咯，我特別我到去忙，我記忙也買啊。買了嗬，我整啲。我這邊是就實這邊是我不是單單講嚟數錢嘅問題先，就是講佢其他耍都肯定冇講嘅頭尾記嘅。因為我知道我咪是要對下，我去 KL 是只早都就 from my on my trip 啊，所以我就去 KL，我是4號去 KL 啊不。嚇對4號去 KL， 所以我咪是10月29號搞咯，我4號就去 KL 嘛。特別未必有 time 過啦，我哋特別我唔知啦。你是10月29號搞，還是9月9月 sorry， 9月19。我聽到10月29號，我講掉9月19號搞，然後10月4號我是去吉隆坡，所以變做我是叫講唔使被早點嘛。然後我當去吉隆坡後，我個唔是坐我唔是換車去你知道。喂，即個小金湖嚇，伊較換淡薄去，because 佢快久嘛，所以伊較換淡薄去，所以我變咗我就坐飛機去先，然後我坐飛機去入面，我未使揀咧坐嘛，所以我就要揀貴那啊，然後你識廿鐵路嘛？係 hand carry 嘛？嚇，喂，特別 hand carry 緊了咩？緊了，所以我係買一個 hand carry，我坐 Asia 嗬，我就會買咧 extra weight 嘅時候7 kilo 冇夠嘅嗬，我就會買成日係你較濟淡薄。你坐 Asia 你買 extra weight 冇好，你 hand carry 唔是鐵路呢？特別以前你 backpack 啊，是冇定鐵路啊，所以你唔使嘢啦。特別依個一個是講 extra 喎，個 extra 一個。check in 啊，check in。冇 check in 啊，到啲咧7 kilo， 特別7 kilo 時候啲 included 嘅嘛，你個講個就 extra carry on 嘅 extra weight 嘅咧。誒點咩？冇學過喎。有喎。哦 OK。嗱是講係你嚟講係，不過意思唔是 actually 依個講係你7 kilo 是 backpack。I mean 意思係 extra 嗰一個 carry on 嘅weight。特別話我開始俾多少我 consult 咯。anyhow，我咪同人講報告啫，before 人做後數先。before 人做後數先，我咪對邊人嘅嘛，唔知冇講按隻背個啦，差唔多啦，咪對邊人啦。然後我拍水啊，所以我當劍橋，我是想看啦。頭一個我教邊人嘅頭一 weekend 嘅時，人 gather 去新世界啊去幹嘛係咪？杜斯啊！頭大家去幹嘛做咩咧 ？First week October 是 October first weekend of October。你唔是 end of October 是 end of September。冇 first week of October。First weekend of October， 我是講 first weekend of October。7號咧 ？First weekend 是7號咩？唔是1號啊？1號咧？冇，是2號啊，叫1號2號啊。嚇1號2號啦，所以我是講多好是中秋嘛。中秋啦，人多好。我俾佢講嗬，我19號我是去Bangkok啦，所以係你我係數時呢位。嚇！要死啊！我驚。係咪驚啊？你咪是佢一人大是驚啦，咪驚啊 ？OK， 我佢喺店買哦。賣，我叫貴。我叫都大卡嚟啊。OK， 你19號去Bangkok嗬？2號對。哦，哎呦，死人咩事未去到玩嘅 gathering 啊？唔緊咯，我做 virtual 咯。哦。19號，你19號交邊寧，所以19號是中秋節。19號中秋。所以咱做10日咯。拜個。咱做10日哦。冇10日是拜個，8個10日是拜30號。哦，拜六是30號，拜1。對，拜六30號對。哦 ，OK。1號是禮拜。咱9月30號做啦。喲，是10月1號。10月嗰陣時啊，禮拜你又冇禮拜咯，做禮拜。禮拜個好啦，禮拜個只個人嚟。因為特別你都冇啲。冇見嘅，我唔係主角，你是主角嘛，你是明星，我唔是明星，我是 driver。你配角嘛？配角個規格。配角。我知道咩叫規格，就使坐去就規格，我知道。規格嗰個咪阿 John 嘅 driver。嗱，個 hotel 咧，個水爆困咗，個爆困，個爆債。個爆困我鬧你。
OK 就使，哎呦。OK，你安怎？你講咩？我安怎入教會就你講你教大數小莊。我 before that 教大數小女子啊，應該女子就係對。特別我特別你知我知處下對 ，because 我基本冇屌仔哦。我教大學，我出來人行冇娘娘，因為我知都嚟美國。哦，แล้วเลยทะเลอันดาวสุดเดียว得一個。誒，一個 end 到嘅咧。Marcus，應該是有啲啦，伊是到理數嘛，當game到處，所以 OK，你使教大學一本嚟使。แล้วOK，咱數講好啦，就係辦學數啊。都教大家係停廠嘅。是咯，你比較牛數嘅。你對嚟以後嘅數喎，你對嚟以後嘅數。唔是 ，OK， 所以咱暫時是發生禮拜做咯，當11月1號做過營業期，101，唔是按照咱101就是101，馬仔101，馬仔投票，100投票啦，101。OK， 一空啦，然後是咱去哦，咱去空是做老作嚟，去幹嘛？就after that， 我好多 suggestion 啊，before 佢幹嘛？我開始做到攞咧，就去唱卡拉 OK 嘛，你諗下聽你使 perform 往聽咯。唔係啦 ，perform 往聽做咩鬼？你 perform 埋lui 嘅咧。阿John，你幫我做我本特別嘅，我 planning 本人就 plan 唔到我真係。係咪嘅？你有代志啊？冇，因為我 actually 我是我 plan 落個本人本嘅，然後我安個本。唔是落咩？你 key 啊？keep it。你是上地本咩？你即定咧是講落 ，OK。你是落新加坡啦 ，key 本人。唔是咩？嗰時講落邊嘅咩？特啲吉隆坡南盤。落。我睇就是講落 KL key 上地。key 邊呢？佢就係講落邊呢 KL key 邊呢落 KL 嘛。落 KL。冇啦，落邊呢咩？你講落邊呢 ？key 邊呢？都會咧，一隻 cruise，一落去新加坡啊，隻 cruise 去邊呢就叫落邊呢。一路轉到邊呢 ？OK， 即係計。嚟啦，我數嘅嚟講 ，OK， 即係講好時間嚟講。我驚是 dyslexia 嘛。唔使 key 就是落。你發到你咪講落是 key 啊，才講 key 嚟啊 ，key 邊呢？佢先那個 key 邊呢？所以我自己我是講 ，maybe 你邊點寫？你有做 gallery 點寫咧？我個落 key，I mean 個佢。個去，所以你保就講做安尼，哇！就那個數萬都去咧嚇，不如。唔緊啦，都是較早提早人講嘛，所以10月1號是咱家己做邊個學經嘅，領導幹嘛啊？到底新世界啊幹嘛？OK，暫時成日講成啊，人有咩 idea 講咧是，我只暑假是咱去新世界嗬，是雙線你只唔記只，一個捕捉了，就人愛來冇嘢使來。新界。如果冇名喊樣去，喊樣冇去先咩？咩咯？佢都出現咧嘛，對都免定到。係啊，我一路唔是講咧做定到嘅啊。全世界是 free sitting 嘅啊。free sitting 嘅啫。外面你等於定得，你唔是講你做定到嘅咩？冇啦，咪你麻煩。定到是40年嘅事啊，唔係20年嘅事啊，40年，唔好等40年嘅嚟傾着啦。40年時都讀街你問咗嘛？變成福建流浪經。我啲流浪經嘢咧 activity 好嚟做，好不如 good idea。OK， 嚟奧數，so 奧數咧係咩數？嚟，你講奧數係咩咧？少年呢？後生先生，咩？按照你講細漢呢？你按照奧數我都冇明白係咪先。你猜下咧，你聽下你阿格猜講係咩咧？奧數，安排奧數 future planning 啊。條本，特別即是專門是學貴先期咧人，成日講我 arrange 樣嘅
豆嘅亂係咩物件？豆嘅你咳咳咳。sorry。冇啦。了，實講人貴先了嗬，被安排被做伊 funeral 啦，出山啊，是祭咩啊，了按照禮嘅出來嘅會啊，那可能咪叫自己安排後事咯。會曉明白哦。OK， 明白是講貴先了嘅物件安怎了你就對啊。咩新鳥？貴先了安怎了你就對啦。你個聽到新鳥，冇聽到新鳥。貴新鳥，對，你講貴新鳥，我就講安怎講新鳥料理嘅物件。我就講咩新鳥料理？新鳥。解我是聽到新鳥，我就想講，就maybe人當今人叫做貴新貴啦，人叫做新鳥 ，dress 咗新鳥。貴新貴變新鳥嘅。OK， 貴新鳥只紅豆。對，這是貴新鳥嘅人安排後事。我老實講，我即上最特別講只久，上只久啊就特別好，我哋冇機會講，因為我要吹看。有會曉講嘅人，唔是起來講下，你唔知，我唔知呢。你嗬，你少年嘅時候，等到較早嘅時候，有個人嘅聽眾 ，maybe 無安尼嘅經驗過，還是唔知呢物件，所以我當面就要問，因為我家其實是真正未曉嘅咯，所以我會有興趣問看。姐，哇 ，sorry。沒有啦，冇啦，我做了。佢真係我明。So 我會在你住人有經驗講者。哇！哦，安尼者 OK。So 豆嘅微娃娃，我係入2年前你講咧，入2年前啊，就要辦擺。你會講你會講，我本白魯爾，你會講，特別咪考 ，OK。邊個攞禮拜整 ？OK。我諗孟小超，林白丁年嚇，please 孟小超，唔通小超就住。我係攞個 rate 啊，我問考嘢，咪講住學校，住 A.B. 哇。係咯。actually 這 episode 是 inspired by 咱嘅阿龍嘅 recent event 本嚟。你阿龍咧，你成講成你最近。你講到68。伊講是真長嘅。講就是無啦，講做咩事？講你最近就俾安排後事咯。人哋我爸爸啲人，我唔知你電視放節咩？斷我啦，5月7號去一站，迄個金星貴線嘅。OK， 差唔多5月節是啦。5月7金星貴線嘅，了特別往就簡單嘅，往做咧是真簡單嘅啦。特別我問如果你講安尼講發生嘅時候，我記你無幾年前本有教你誒有安排後事本嘛？媽媽是9年前嘅，媽媽是14年嘅。我知啦。媽媽是我未來韓國以前。特別係是你本是不你安排哦，還是？我接落來是講好命啊，是因為我做咗一幾波嘅人嘅。我個地方咧，樣真正識即個物件嘅咧，樣真搞即個物件嘅咧，因為樣是做高等裏邊嘅工嘅。都樣真在嘅，係咧，往嘅做本是無講咩笨蛋嘅物件。我一歲咧是高等嘅啦，但是親戚朋友啊，又是搞咩道教，樣道教手嘅。有啲人真好誒，我講咪往出嘅人是無笨蛋嘅。有你出來人嗬，就是講有人看出來人是真好，樣家己真正感覺啦，就看到後尾就有白樹呢，嗬，樣就一頭起來講 OK， 來我來倒下手個攏做有人生嘅。一條鈴嘅呢，規個 service 搞出來嘅咧。樣會再講頭一項要做咩物件，第二項要做咩物件，第三項我未曉喎，樣關係啊誒。樣在嘅咧，樣頭做誒。對，我成講頭就尾啦，頭整一項物件咧，有隻唔知，就是講嗬，若是講伊是啲老官處貴先嘅咧，你面播馬來，哦，對，但是伊是無啲老官處貴先嘅話咧，你就會播馬來嘅。
所以我媽媽14年過身點解？是啲厝內邊，啲厝內過身嘅。我往特別去報馬來嘅，我去報馬大，你 report 嘅俾報馬大。係咯，我爸爸就係我爸爸係啲啲老官厝過身嘅，有 doctor certify 嘅，所以免報馬來嘅。所以一報人特別猜咯，我就係一報都梗係贏咯。係咯，過身特別報馬來嘅咩？那是我到厝唔是啲老官厝嘅話啦，唔是啲老官厝。係安怎咧？對，有可能你愛寄伊死亡證書，迄個死人紙。死亡證書唔是人過身，那都叫 ambulance 來嘅啊。係咧，那是講伊啲厝裏邊，伊是何路嘅人出嚟人睇死嘅咧，毒死嘅咧，都唔知嘛。冇啦，伊唔是特別叫 paramedic 嚟 confirm 伊是死了，恁落管出字嘅都唔是你翻嘅。所以我講伊嘅落架死到落位，伊是啲厝，伊是啲。hospital 還是 non-hospital？hospital 免報馬來嘅 ，non-hospital 定掉俾報馬來嘅。你依家出死人咗 ？As long as you outside hospital，就是特別馬來嘅。就是講伊唔是老官背掉伊離開嘅咧，係你特別報馬來嘅。OK。如果你 paramedics 伊後尾嚟 certify，係你冇，係你已經大事已經發生啊嘛，唔是老官有啲點先發生嘅嘛，所以。老官有啲發生嘅咧，啲老官厝裏邊咧是免報馬來嘅，所以這點先得清楚咯。所以你 process 就是報馬來先後，等馬都夾 paramedic 嚟看啊。冇，你係上點先做？報馬來一直頭去，唔是，你係使上點先做嘅，係使上點先做。伊愛做咩事咗？你愛記報馬來是人哋你咪叫 report，你咪叫laporan。你咪叫 report，你就換你抓出來嘅，得到嗌嘅。因為那是冇去一檔抓嘅話，你可以冇出即係 surat kematian 嘅，伊冇出嘅，伊冇出死人字嘅。除非是啲老官做，老官做是咩呢？老官做一直掉領爆嘅啦，好佬咧，老官做好佬嘅咧。所以我媽媽咁樣，我是報話嚟咯，我爸爸冇咯。actually 個是只簡單嘅咧，就是你下面本名做，你卡學下咧關下咧。刮擦邊咪啦，一咁做嘅啦，滷嘅。滷嘅是一條龍啦，滷是一條龍啦。你特別時候就一點啦，滷叫佢做咗這面嘢都做攰咯。你特別 already 包了嘛，一時一個 package 嘛。唔是嘅，唔是嘅。唔是嘅，你會使扣出來面做這個面嘢，會使嘅，唔是嘅。對，所以我爸爸是伊老官做。actually 我同你講John 啊，伊是真快呢就，未過身以前咧，你看人拖啦，人爸母看病然後拖鼓一直會過身，我同你講that moment 一直 certify 啲一接落來落是真快嘅就，咁啦咪個是砰砰砰砰咁行嘅啦而家就，一下呢，你實在你整200招呢，伊就講。一度夾一個鐵箱出嚟燒你爸爸嘅身軀啊！就我爸爸嘅身軀，老官厝伊被燒咧，你爸爸到老官厝是過身，伊啲老官厝過身呢，所以伊特別解切情氣，嘅咧包好事，嘅咧係啲去上班，要一個鐵，唔是伊冇接上班，伊一個鐵箱嚟就。成個刮擦咧，幫人鐵箱啦。對，伊是老官厝裏邊有鏈嘅啦，成個人係個呢成。一開起來咧係。別包嘅了，冚嘅啦起來。攰嚟人接起來冚嘅啦起來，冚白白嘅。特別你講有鏈呢？冇，伊是實嘅車嚟嘅。伊是成下你老官厝人，佢哋變成為實嘅車，特別咧，伊唔是變成嚟嘅，伊是貴咧是夾刮擦箱啊，你鐵嘅刮擦箱嚟，所以貴咧人接起了冚起來都看袂到，完全看袂到嘅，完全看袂到嘅，伊是 stainless steel 嘅啦，特別伊是 fully covered 嘅，都看袂到伊人咧，所以伊接起咧，伊上擺 document 嘅咧係啲裏邊咧冚起來咧，伊就同你講，喺辛苦裏面啊，喺度辛苦，你特別去試人境啊。你伊特別去試人境哦，伊去試人境啊！嗬，你特別家己去安排叫人迄個觀察車嚟載啊，唔是伊冇觀察冇來，特別你嗬，伊觀察車嚟載鐵啊，叫做觀察車有來 ，sorry， 我講唔到，觀察有來，所以伊觀察車特別去迄個試人境位去燒伊身軀嘅，所以燒身軀燒得係接觀察嘢，叫伊就知道自己觀察咯，特別冇參觀啦。冇冚，我係爸爸是有冚了，有一個玻璃鏡。OK。我係當佢哋冚嘅了，伊應該伊掛是半路邊嘅，一邊個底是開起來有一個玻璃鏡，另外一邊是冚白嘅，所以伊是冚嘅了，一直到接。我咪問你，係生嘅嚇。你會安怎買伊個刮擦咯？
你安怎去訂？安怎因為你已經有人賣你咧啊？無我個學我一嚟等到後邊咧，伊講你家己見每看安怎誒，所以其實有我拍 package 電咯。有package 20車、30車，你有 package 係咪？有你話講 package 物件，你看啦，我等緊十幾年嘅嚟做隻 topic，其實較早就做啦，特人咁樣搞，我都唔知嗰度特人咁樣勁嘅。好啦，你仲未知㗎啦，人啊，安尼知，下面有渣喎。都是往時就幾歲啦？哎呀，等陣講聽未掉。往時就幾歲啦？啊，夠有機會，但是我就是等緊話，就是講你咱差唔多去時差唔多啊，是邊一個一人有機會先。OK，我早做有嘅，我阿公教我老爸讀有嘅。哦，等，等我就講咩？誒喂，使每物件哦。你講咩？我愛每物件，我愛每。誒，你人講 package 物件，有人過生日到尾是有人掛掉嘅是都有買 package 嘅。我唔是，我是講伊嘅 service 裏邊有 package。I mean 有人當金，I mean 咱當金。有人當金啊，未過生日。愛嘛是使你成個料理成。買 package 嘛。你買是地，唔是買掛茶。誒，你講。啊，伊買啊，我知。你講嘅是地，我講嘅 package 是白薯，你愛食下面物件，你愛請嘅幾條衫加料去做。掛茶再嚟做飯。所以買個料喎。冇俾，所以講伊買唔知幾廿十千啊，伊買貴掛茶。係你是泥灣啊？你上個係你泥灣啊？你看你較大型嘅可以嘛？有一個 package 你看咯。因為我唔知你人係咩講話哦。我同你講阿 John 啊，諗住做都做。安尼坐多飛，安尼坐人嘅出聲喎。嚇！阿咪，唔知係佢老公講，你聽下面。等陣，我擒落嚟成個聲，我擒落嚟成個唔係我當然冇俾聽到，近日聽到我嘅聲咧。OK，咁人掂就聲，等陣掂聲，我覺得未聽到啊，但係錄音是冇聽到嘅咧。OK，我唔再講講，咪一人講。OK，來Enrico 講，你點解會講咩物件？我一句。買 package，有人買 package 是個。有人拔掉買是啊是，有人需要別人買好啦。OK， 停。OK， 嚟啊，豆嘅講，你特別 answer 伊講嚇。你話掉買嘅是你愛帶哪個一地方嘅package？你試下 package 咧是因你後人甲你買 package。冇喎。嚟，會話講。未講本啊，成個大型嘅 already 是應該是。有談俾變本你就是講。你成日講你 already 是在講你家己有 cancer 啊，是咪了？有嘅人已經安排好事嘅物件，你看你應該是有嘅個，特別我嘅經驗呢是後來可能貴先啊，個嚟。後來人買就對啦，像我咪啲位 balance 貴先話料理可以就對啦。當然我是要每一次係當機嘅後數，我是咪講係一個，我是咪講講 OK，就是人解釋，因為一無呢講乜咩 ，it seems like 成個較普通嘅事，你貴先貴，然後你家己找嗰個一個所在，未來甲你安排你後數嘅，然後當佢講講咩一條零嘅，一條零就免是你是去教。伊去教嘅是，伊是學一個，你學一個買一個 package 是做好你頭做個尾啦，意思是叫一條零，是唔是 ？One stop service center。係你話嘟嘅嗬，我只人有買了，我 send 好你小英個了啊，是我人 sister 對你話嘟買。你 send 買 apartment and package funeral package。funeral package 伊講啊，你愛帶你厝做嘅咧，係你另外算。伊帶係你你話嘟嘅 center 做嘅咧，佢另外算。哦，你個另外算，你咩唔是 package 啦？冇，package。哦，I see。แล้วอีโอคุลุ package กับ package 啊？一陣講。我講嘅 package 講我錄個 package 學錄愛經下面掛茶嘅料materials，然後錄愛請下面衫，有愛咩請？個料一服有類似啊，係你講冇明白都真。package 我講嘅 package 係啱，然後錄愛包有隻是冇隻啊？OK， 當今樣講兩種嘅 package，一種嘅 package 就是尋係你幫要帶到路啊，要燒安怎係咧，然後另外一種嘅 package 是做你後續成個你要對，你要 party 食下面物件，所以當然 package 就兩種嘅 package 本身有，就有。所以當今我要講嘅是成日大媽教授自講，但我要講嘅就是係你。
做 funeral 嘅白樹嘅即係 package， 所以白樹嘅 package 啦，唔係講係隨磅係咪物件啦，所以人講白樹嘅，有嘅人是較早 prepaid 會使，你使 hotling 會使，你 prepaid 你係 postpaid 會使，冇就是講你係 installment 會使。OK，所以那些講當今啦，我要再講行情啦，所以我聽講即個阿龍，你去教時是你嘅安迪有教你講，即個電話，你拍電話去，你對使一樣對教你講，好你經係咪 package 係唔是阿龍？冇啦，我本物件本，而且我本唔是講完全無做人嘅經驗嘅人嘛，所以我打電話佢記得我講我爸爸佢先，然後我當然啲老觀眾，我就係講應該是可以在啲調整啦，當然人哋都會當然幾點certify 了，係咪正興？我講嘅了，伊就聽啦佢後，伊就講 OK， 我回到這，當今伊人落滾落大，會接嗰時未接，伊就會在迄個細聲嘛，你真係在細，以後你就垮啦，有時講。對，我講我爸本貴先正是落滾。個就背嘅興，我特別形容可以聽咯 ，describe 可以聽了。依家就講到一個觀察會接嗰時未接，特別伊是講觀察咧是定叫是會接嘅，伊是大厝嘛，伊定都是大間嘅厝嚟嘛。特別我爸爸情形就跨無上，伊咧有 cancer 啦，佢後伊碰水咯就，所以伊規個人伊骹是整嘅咯就，伊是迄種整你看啦是無正常嘅整嘅就，伊身軀是整嘅就，所以變做伊是變做實特別驚嘅咯就，所以我就要甲伊講即個情形咯，講咗佢後啦，對，後咧伊就講嗬，如果安尼情形咧，因為我不接，伊講定都是會接嘅，是講買互你爸爸接治了上。嚇，伊講上 A 了，甲無安尼好啦。所以 advice 伊會想學你講 ，suggest 講愛徛大隻號。特別較快咧，你特別加好累，加貴淡薄誒。咧要攞三種經驗，伊其中咧要講愛較大誒咧，若是講你是毋是定着買一項食誒，你有要求喎。我講有要求，有會到會到。你講哥哥食就唔是我未調出來學路，哥哥伊是食是茶食是南邊嘅，菜食，所以因為我講白食你會接受，我講白食我會接受，我唔笨當這個物件，所以伊件是嚟白嘅好話，所以我是用白食嘅咯。誒，你要講好事。嚟 OK，當今講咧是怪怪嘅啦，無講一句，當今要學人插嘴時，就要講插嘴，播唱嚟就曬得到嘅。我 actually 我有時候講我叫咩 plan 我叫白樹嘅，有樹嘅，講我喂 funeral 我做咧嗬，我咪做家人你是參想好嘅，我係叫 funeral 嚟一隻 peaceful 嚟一隻歡喜 ，just 嚟一個 final bit farewell，แล้วตัว gathering yes，แล้วไว้ serve มีไว้ serve 好似物件咯，แล้ว就掉ไอ้個 copy 咯，應該我驚 copy，แล้วไอ้個 cake 咯，你知唔知嘅？佢隻 cake 做乜啊？屌，แล้วไอ้花咯，我飛度講，佢邊攞生話。我做咗地好啦，未做到手機啦。咁了 organic 誒。organic kopi organic。免啊，係個叫做死嘅，免 organic 啊，係別人食。我人愛嘛，我唔食嘛。我人愛。我應該 before 做曬嗰先嘅事。伊甲 organic 店做 contract 啊，我嗰陣時特別 supply 我講 organic。我就驚講我嗰陣時 organic 店唔使嗰啲喎。OK，唔要緊，我係你嘅店啦，唔使嗰啲。誒特別就使咧，是講你愛那款嘅，你有所在去哦，有上個生理誒，你會使較早提早去講咯，嗰啲少年唔知樣愛買生理。就是咯，就是免我就係舊大人咯，睇你上細人句話嘅人咯，其實咁話我係別類嘅，講下 OK 都我就或者咧，變你學嘅人家隨住你 episode 時候你舊大啲後笑嘅 episode，就對佢聽啊，就係起來。我特別開咗流浪經嘅 episode。冇，迄個甲你消失嘅人，你特別甲你消失嘅人講落嚟係咪物件嘛？你講伊甲你消失嘅嘛？冇，係你嘛嘟啦，係你有 package 嘛，ใส่เบ嘛，ใส่เบแปลนๆเลยแล้วก็รู้做แปลนๆแล้วไอ้做มีก็รู้咯แล้วรู้ทันเก่ง係咪物件有ทันเก่ง講嚟係咪ตัว處咯แล้ว係係咪 style 咯成個會咧係冇 style 等人 style 嚇แล้ว你是講伊紅燒啲紅燒特別你是講你個茶冇上 style 嘛有你在吉利係你中國呀
佢只貴嘅，冇你冇人做啦。你只貴，他那冇了，或者貴，他嚟查伊冇了，哦，誒，我未攞啦。啦。等嘅。有人有成日講睇板機嘅刮茶係咪？我唔知。有玫瑰，冇刮茶咯。抓啊！我在這邊美國有抓啊，美國抓啊，佢抓做嚇。特別我是本身咧，我是想講刮茶誒類似，你若是講要燒嚟講，咪是燒起咪講就水嘛。特別冇這樣嚇，冇這樣啦。看你是人嚟看你係 last honor 嘛，pay respect 到你，所以你咪可以看水。呢個刮茶，嗱，IKEA 燒嘅冇上嘅。美國刮茶是水嘅 funeral home 水嘅係外口呢 display 呢。and then 你隻錢咧是四角棒呢，美國這樣款呢，我看過。哦，你燒點聲是啊，燒點聲冇用你嘅刮茶係四角棒。啊，你有 choice，若是講我愛夾迄個貴貴嘅來燒本會使，特別較濟人是講了累嘛，了咪無咯，了伊使做啥？伊做 presentation 時，互你做水水嘅，了燒嘅時，你會使經來經 pine 棒茶，甲是抓啊，伊互你經。哦，我那時候抓啊，唔知較貴啊。咪估啊，咪估咗。我發到你啊！因為一代美國台在發到嚟燒嘛 ，cremation 嘛，伊無好路，伊講哎呀，你邊要貴啦，而家即個房機嘅基本係燒，所以真係燒，伊甲你講啦，伊甲你叫你買咩上貴啦，杜許都愛啦，杜許都家己愛，迄個伊愛對，係連古仔攞咯，會人愛古仔啊，嚇古仔攞上面，係伊古仔伊係咧刮茶，伊成個係咧梅花形形啊。外形啊，伊係咧頭入邊啊，拖橫是叫，伊成個一個梅花咧，但係你看，是你幫啦，一翹起來，迄個只件，我看一隻件，個渣，啊，對，迄個就是做龜個樹嘅咧，盤起來啊，是僵屍嘅，古仔係咧，係咧只龜嘅，頂咩？只大張，豆嘅，豆媽你會講，這本 ？OK， 我愛講就是講嘅大厝啊，maybe 阿龍嘅是伊嘅 package 嘛，所以我阿媽點聲咧是我阿姐能夠經嘅。我哋去一點經，你是講？佢家嘅點嗰點經伊嘅大厝，你係咪大厝？你係屬於經咯，and then 家你講價錢咯。哦，冇想啊，叮到時較麻煩啦噃，你覺得係傾價錢？我阿媽不是最近嘅，嗰種最乾淨嘅，所以伊無上個門都嘅外觀啊，所以你家己佢有嘢點看。哦，哇！實冇麻煩，冇嗰條家己先。我阿公個我老爸不是快，不是那個點看嘅。嗰條去 shopping 咯，話人士一個 shopping 刮茶，經刮茶藝啊嘛。唔得經嘅，古仔啦，有嘅啊。有這勒索嘅，而家福建人有這勒索嘅。我係私人嘅，豆嘅，實講都未，就係驚啫。係啦，因為意思講話我掂唔了嘢，節目老師嘛，你亂字啲名啊，我有亂字冇得錯嚇。意思節目老師吧，我成日我成日講嘅時候。就係講我係得貴先嘅事，整哎呦2021年嘅事啊，唔是 Covid 嘅事咯。然後我感覺到啦，當今啦嗬，我拄到我係佢哋囡仔，I mean 講我係囡仔嘅家長啦嗬，係 parents 啊，我本計人講啊，第好呢，係生落嚟㗎好，唔通生一個呢，成日話你看家己一人嚟啦嗬。我話你拄着安尼款嘅代志啦，是咯，我甲你講，我家己一人補㗎了啊。你實講生落嚟對㗎了，甲你補啊？有陣時生落嚟，是落嚟冇㗎，甲你補啊。不，I mean 講 ，at least 有蝦米事起來嘅時，有人參詳，你明白哦？但成日講啊，咱家己一人嘅時候，哇，梗係 pressure 咯，嗰陣時，because 你唔知講係安怎做嘛，對了。特別你安怎你經驗咧？你馬貴先嘅事，你安怎？我講話馬貴先啊，是呢嗬，即係刮擦店嘅人啊，一人常常有到 hospital 嘅位行走咧。我說你馬是到啲攞罐出去貴先咧。
老管厝嘅貴先嘅。所以就拍電話嚟做成呢。แล้ว一人就直頭，一人就當佢病了誒，佢人 already 當佢病了誒。老管厝。老管厝嗰邊行走誒，咱晚上後成日講有拄到有人貴先啊是，一人就行過來 approach 你了誒。แล้ว嘛กับว่าเราก็เอาอุสุยาวเดียวไอ้ service โซฮามีโลแล้วเขานำสิว่าฮามีมีแค่ปุ่นลูกกับกิจหลังอ่ะสิฮะแล้วว่าไอ้ชินจ้ากันแล้วก็โบดาวขัดชิวว่าว่ากับกิจหลังแล้วแล้วก็ MCO แล้วก็โบ CMCO อ่ะแล้วก็โบหลังเอไลอ่ะฮามีว่าก็เราก็เขานำสิว่าว่าอย่างสิแล้ว already สิเก็กซิมกับปอนซีแล้วอ่ะแล้วก็ตู้เดียวในคนนั้นลูกThat's why 我是講往時要緊呢，當緊就是講，那是你會提早安排呢，後續成功性嗬。你到時你身邊人歸心嘅時候，你別呢風險講，哇！我就做呢隻物件，已經安排物件，你已經安排去咯。對咯，แล้ว好彩是講伊人是有一條龍嘅服務啦，伊是一條龍嘅嘛。安怎去找？你安怎會知講有一條龍有梅魯甲你講？伊人有互你 package 啦，伊甲你講咧，你若是你免擔心啦，我人一頭甲你包㗎了，咪4人2啦，咪幾啦人去 photostat 啦，去做㗎了啊，㗎了物件咧。你愛到嘅，你成個是一隻需要嘅事，我是感覺真好嘅，可能 service 互你一條龍。對哦，แล้วกว่าช้า貴哦，當佢行政是安怎？你愛安怎死嘛？嚇，你愛安怎死啊？梅魯？冇，意思講你死嘅話，愛安怎你Taoism啊、Buddhism啊、我想講梅魯安怎死？你是到底拔刀咧、割條頭咧，還是浪車什麼？做下咪 ceremony 啊，你看哦，你是講伊 ceremony 啦，對下面教，แล้ว我是對活教嘅嘛，我是對活教嘅，แล้ว特別我咪講嘅就係行政咯，就你 package 一個是按照第半千，然後第三咪是，喲，貴本咯，第片了，第片30千啊。我同你講第一篇30千包刮茶啦，咧包食嘅物件嘅了，大嘅物件嘅了，咧念經嘅了，แล้วก็我呢唔是喺度厝嘅，我是喺度佢哋衛生所啊。嚇，你都俾其他位，你睇經哦。上杯同啊。你看到有位就係路接了係嘛？成日講 ，OK， berapa 你可有佢哋磅咯，就磅咧，一兩特啲是有安尼款嘅。安尼款嘅位互你做之類嚇，當今嘅所在是水水爽爽好好嘅事，會講係咪啊？是冇得掉，一個好安尼款嘅。未必咧，你安尼好嘅是係關係。成間我人安尼款嘅哦，普通嘅嗬啊，就是無紅線嘅咯，有開安尼款嘅紅線嘅咯，แล้ว特別冇做水水後，你安尼係安尼款嘅。啊，種學你小英係你先。你學話小英你就咪講，你到底都係學話，我唔知到底係。iMessage，真係 luxury 嘅，係 luxury 嘅。อันนั้นไม่ตัดที่เลย club house ให้เลย club house เจ็ดเลยฮะ house เจ็ดเลย所以應該都，我嚟係邊啊？係 house เจ็ดเลย人家人去看嘛？我係普通嘅咯，แล้ว佢 because 本無人會來本啊，掉到 MBS 啦 CMS 係你叫咩啊 MCO 啊 CMCO 啊是嚇，แล้ว無面有人會來。92講，你咪話佢係觀察係為本無靈氣嘅啊？無靈氣嘅。哦，我係我老爸是觀察係為有。靈氣特別外口人借咧是無靈氣紅線嘅，冇嘅，意思係我同你講，意思係咩就冇樣唔係做 funeral 嘅事，做法術嘅事，做咩事？我同你講咧就係伊為是安怎，就是上家一個人嘅canteen啊，你講係空咧，嗬，แล้ว有一個位安尼款下，嗬，如安尼款係一件嘢咯，แล้วอยู่ทำปัจจุนั่นล่ะ我隔壁係一組，隔壁個一組安尼款，แล้ว是安尼呢簡單嘅咯，แล้ว佢哋是夾片嘅啦，แล้ว個表件哦，夾片都30千啊，แล้ว CMCO 出山個有 limit 人嘅喎，哦，就這人才來，未使上這人嘅，但係是，แล้ว個有我嘅 cast special 呢是，我人是，我 mother 伊要求伊阿妹。成日講嚴重啊是咧，一啲棒棒啊你款啦，แล้ว特別半夠大啦，意思講伊愛行到海嘅位。哦，伊骨灰，骨灰愛行到海嘅位，所以我嘅情形咧是，
卡無相嘅呢是我免去買位啊咯。哦，免去你買其實你30清嘅邊個你考咯？嚇對。你特別無你是無相嚇？無，我係買位嘅。佢哋物件嗬，伊無包到內邊嘅，無包到內邊嘅。because 佢哋我嘅 service 啊是半開嘅，我嘅 service 是半開嘅，就是講山頂嘅位咧是山頂嘅位咯。然後伊嘅是講伊是佢哋成個 service show 安尼款嘅觀察點嘅。伊毋是迄個，伊毋是像個年華嘟的咧，吼是貴咧 package 個了咧，伊個 funeral service 啦，伊個位啊個了包個了嘛，我係無相嘛，我係是觀察點是觀察點，然後迄個位是位咯，了位嘅慢慢了咯，伊人本咪去甲我帶我去景下面咯，所以燒了過後咧，伊人就帶我去本地伊人是講咧，特別出海嘅。你若是講愛行，你款嘅你袂使到海邊嘅，哦，你袂使到海邊嘅位嘅。有當時 because 伊講伊拍起來，伊毋是講下面就伊是講佢哋骨頭啊，伊毋是唔係是寬嘅了嘛，伊是有淡薄骨嘅嘛。伊講有當時就係講伊糊嘅只掉嘅，我袂曉按照講哦，總之伊理由是講就係講。有，若是講迄邊有發生事啊，是咩？伊人結果 check 到伊嘅 DNA 係啥物嘢？成日講伊骨啊，扣掉伊骨啊，是咩？你看咧吼咧，伊，所以人較濟咧是愛掂到海中嘅，所以你特別水準出去愛坐準出去。叫王爺，叫王爺特別呢特別我誒陣時是做 CMCO 嘛，你按咗冇辦法了嗬，冇辦法了嗬，然後就頭啊，而家是我你這啲嘅band帶入邊啊，你海邊入邊啊，你看咧慢慢行就去海啦，嗬，แล้ว計講咯，成日講OK，當佢上路出海咧嚇，你看度。你家己一人做？有伊會陪路咯，佢哋觀察點嘅人。哦，所以觀察點嘅人係坐落去啦。係啦，伊有 guide 掉啦，無我家己一人乜都會曉。所以伊個了物件有 guide 掉咯。安尼是未歹喎咯，行到佢哋海內面嘅位。哦，最啥物啥？你question妹，若是講有影一個人無30清了，安怎好 ？OK。講到即個嗬 ，OK，我本來補充就是講頭媽阿 John 講佢哋觀察嘅，所以若是講正啦，佢哋人有影是無類嚟講啦，伊佢哋觀都計都好講啦，觀察點嘅人會甲你安排，伊會甲你做一個否定嘅，會甲你人去拖一個地安尼款，你人有蝦米人愛去做，愛去何類嘅，比如伊人相信講你何一個觀察是一個學啦，一個學嚟嘅，你第一何人。有一個觀察，你看做奧數是一個學起來嘅人，有安尼款人做嘅馬路嘅人啦。所以免煩惱人，所以正無類嚟講。OK， 我係簡單咯，伊嘅意思真簡單。我補充者，我嘅 mother 嘅 case 咧，嗰陣時 MCO，但是咧嗬，我嘅經濟本唔是真好呢，所以嗰陣時咧嗬是有啱好本是有拄到 charity 嘅 society，所以伊本有 sponsor 佢哋。觀察那款，所以若是講唔係是真正無類嘅咧，人成日講到北海啊、檳城本好喎，有安尼款嘅 charity 嘅 center，伊會贊助咯，安尼款嘅物件嚇。咱都未有吹啊，安怎吹啊？咯，是特別在倒落位吼。係咯嚇，特別在咯，喺倒落位咯。成日講 BM 咧有一間就是叫 One Hope 嘅咯，แล้ว你會使去一邊梅咯，若是講有需要嚟講嚇，แล้ว有啊，有只這本啊，所以 Facebook 本有嘛，伊人有常常有成日講係人嘅post啊出來安尼款。แล้ว阿龍你只了你做你把奧數是，只攏你伊是你趁經伊嘅所在到倒落係即名所在到底倒落有趁經嘅，還是伊是一頭？排路誒，伊一條排，特別你愛經本嚟使，特別你可你會拄到幾大個問題，頭一個問題就是講無位，
第二咧就是有可能唔是伊嘅地盤，唔是伊嘅地頭，唔是伊地頭嚟，就因為本是超成日本嘅，所以若是講伊咧嗬，譬如講伊袂使去浪尾嘅，浪尾唔是伊嘅地頭嚟嘅，浪尾是別人嘅所在嚟嘅，伊袂使接浪尾伊 contract 噶，伊 funeral home 嘅可能。因為你做上一道，你本無想被得罪人阮嘛。對，除非講你有影真需要，你有影真需要講着浪尾話咧，有可能要加互類咯。就是伊都要去補，伊要貼人類咧講嚇，你我即係做一道，我加互你500塊，譬如咁講啦，所以會使本嘅，特別安尼款嘅代誌咧，較麻煩，真少人咁慣愛做啲物件啦。因特別想辦法去找到所在就對咯。好，我是個。本來我是要做巴杜間黨嘅，巴杜間黨我慢慢喺邊做，我本個暑假喺邊，做咩做咧？伊無做啊，喺邊個無安尼，無安尼做啊，伊啲要山背，嚟個球場喺邊坐了個球場。巴杜間黨是唔是講佢俾去？有冇你拍馬場嘅？哦，拍馬場嗰邊嘅，嗰邊是挖山。係啦，依旁邊一步是係咪就？另外一步旁邊是，嗰啲巴杜間黨做了過後。我爸爸較暗咧，我爸爸過身嗰陣時，14年我媽媽過身嗰陣時，我爸爸已經講買一個龕位伫我媽媽邊仔嚟咗，所以伊龕是伫媽媽嘅位嘅，所以到底合併嘅，真係你巴杜間黨做啦，你就贏咯，你行兩步就夠啦嘛。我話冇辦法嘛，因為巴杜間黨滿富豪嘅，所以我近嚟除掉花蓮做嘅，係咯，花蓮做嘅話咧，你就要換車過去咯，你就要在意嘅先過去咯，在身軀是，就是出山係一節，這名出山期間會啦，所以你就到啲花蓮期嘅去巴杜間黨啦，是講出山期會啦，你去個巴杜間黨咯，所以就係厝內人嘅了，就無上車對啲後尾咯。哦，然後出山樣是有時一個成個 event plan 咧嚟，甲你講 ，OK，當你要幾名啦，幾號幾點係咩物件出山咧？可以甲你講。幾名咧是厝內人會使決定嘅，但是咧大部分是無做。大部分咧是做三名，大部分啦。係了，我係爸爸度講奇怪淡薄，因為伊是拜四迄一名，拜四迄一日，伊是下晡4點幾走嘅，所以下晡4點幾走嘅話咧，嗬，睡一日，睡一名一直睡一名了就。特別你4點幾走嘅話咧，嗬，我打電話過來啊。無人來接名，無人來接名，所以迄一名有影是完全無人嘅咋，是人本無咋。你幾點解去到邊？幾點解去到迄個？我去到邊做嘅點先已經是7點幾啊。本是快本哦。對，4點40分伊過先。食咩嚟？食咩？食咩？你接咧，你就會感覺到只要一物件行起來是真快咧。你一你目睭爾，迄個人都無去啊咋。你一你目睭爾。就是燒魚啊，冇魚咯，加一物件，安尼兩三日過後就冇個啦魚咧。所以就是4點啊，未5點啊，5點嘅點時我係見啲迄個私人景嗰種，就是啲私人房啦，就是啲私人房會等迄個觀察車來，然後hospital 位，啲等呢個觀察車來，我同你講，我會住喺度啊，伊迄個 mock 啊，佢400元嗰種，要換車去嗰種，你未行落去嘅，一個真遠嘅。伊是另外一個 building 嚟，講嘅。係。對，特別上一區啦，然後換車就要4度，然後入去嘅。然後伊5點幾起來做好事物件，穿好衫，個了6點幾咯，往度走咯。然後去到迄個場咧，到7點幾咧，然後我就甲我extended family 講，我 message 上甲佢講，往8點半就會啲朋友，往就會啲朋友，我驚住幾耐咧。包括我8點半都會啲朋友，若是攏愛來，攏會使8點半過後就來啦。特別迄一名是完全一人本無嘅，我甲我哥一邊，我自己先幫。所以無，伊還是無物件食，無meal。無，已經旺仔了誒，旺仔講頭一名係無人嘅，譬如我幾啲咧，所以旺做4名嘅啫。然後大部分係定人啦，但係猜人在做4名，有人講嘅就有人講嘅。係咯，我特別準備特別解釋咯，講無旺無笨蛋，跟住頭一名旺仔講無人來了誒，係了。第二名佢是拜個，然後拜六，然後禮拜出山嘛，拜個拜六，禮拜出山。我心裏面想就講，若是講我做3名嘅話，你可變做真濟老人家拜個特別來，拜六就出山咧就未糊咗。所以講我就講，我特別做嘅2名，可能機會嚟，找個好看就冇啦。所以我就幫到第4節嘅出山咯。所以往做4節，你其實嗰時做4節咧，即係3名咋啦？拜4、拜5、拜6寫3名，禮拜日早起11點我就出門啊！
你知講，迄個頭一日那時啊，毋是無人來嘅啊，迄陣時啊，我應該是家己一人坐了迄邊了喎。我知個凄涼了，你知？個凄涼了，無人嘅，然後隔壁個有人哦，有伊個家己人啊，面嗰款啊，我嘅是應該是家己一人坐了邊講講安尼款。你如嘛是感覺只激死乜呢？無人個都陪。就是凄涼咯，就是哦。都冇出嚟人陪你咩？就個你媽媽。冇，嗰陣時應該是冇伊人未來過啦，然後本是等個阿妹你看個來咯，所以 Apple 啊，佢哋 Apple 啊，家己一人坐掉啊，你看。我本是冇，我是拄好是我有是因為我有兄弟，你是一個人嘅嘛，你冇兄弟嘛，我有兄弟，所以我有人係咧，我哥咧，我哥是陪我幾條嘅。แล้วตุ้ยแล้วรู้หลังตุ้ยอ่ะสิรู้หลังบ่ตุ้ยล่ะจิต頭多邊字我有ตุ้ย我媽媽係打我無ตุ้ย咗แล้วบ่ตุ้ยแล้ว安怎我教喺媽媽教好嘅咗你較識我教冇公平嘅冇啦我教我媽媽咁正嘅好嘅我媽媽係打咧是我有影我是呢邊困我困幾暝咗教地址殺機咗你安怎困是安怎困有冇幫伊嘅事我啲車裏邊困OK我白車，因為白到間檔嘛，我白車แล้ว佢就冇騰啊，แล้ว啲車裏邊困，特別綁就謝咯，綁就謝咯，我哋你邊困咯，困咗地沙機咯，我是陪我媽媽嘅到，我困，係咧，我爸爸我就冇咯，爸爸往度會講，我時時俾卡咪得咩呢？正面卡咩嚇？我就走。所以要能講可能啦。依叫往卡咩啲 music 呢？出啲咩嘅？係咪 music 個 music 有好勁啊！好勁咯，係你入市點正開掉嘅，好勁。冇入市點正，你講你會使冚掉，因為唔係影響到別人本嘛，所以我是冚掉。冚咩都冚掉啦。我是幫韓教怪，我 Christian。OK。所以你 hymns 嘅咧，阿妹你啊，全部裏面 Jesus。係你意思要 package 要隔嚟啊？你。即係巴杜間多，無你法你咪邊已經有誒紅膠瓜是家己嘅。迄個是 casket service 裏邊帶來嘅。伊會你講，有下面嘅紅膠嘅，嗰是觀音媽，嗰是伊會好事啊。係啦，我就講我講紅膠嘅，講紅膠會使伊準備嘅咧，伊 USB 伊 mixer 嘅咧嚟掛嘅咧好事啊，幾套。對，要係你 mixer。哇！個伊兩個，嗱，個 church member 有嚟，伊個準備家己嘅係咧musician 嘅 band 啊嚟下邊。係咪哦？你Christian那條，特別迄個唔是 package，迄個是你愛伊何如？你另外，你往無需要嘛，我買，你個我本唔係講自己邊話啲唱歌嘅，而家你留咗啊，你往本唔講，我爸爸嗰時無講就留咗啊，你老實講，有隻係親戚嚟嘅了，特別借掉，往是 prefer 咪就往 prefer 落嚟借啊，掉往 recollect，唔知係咪嘅，往暑假呢款呢借落嚟特別。念迄個紅豆沙了，咱特別講講。你講食物件，我聽食物件。交話啦，轉咗個。呢個唔係講食下面物件啊。你 menu 喺度經啊？對，我講啊，有幾多種嘅就，你會使經迄個煮好時了，伊來行去抓，係咧有安啲嚟甲你 serve 嘛。有另外一個是我隔壁，我講隔壁嘅一間啊，應該是較咁開類啦。一直落嚟煮嘅嚇，裝破。對，一直落嚟煮嘅，一直落嚟炒嘅講，伊很掂，炒粿條。哇！炒粿條啊！啲安啲梅話沙士包啊，攞一支啊哦。我啲阿龍會安啲梅話應該有絲包啊。because 冇人。係啦，特登你攞一支，我攞一隻粿條。類都制哦，係你攞都冇隻嚟講，好似拍相嘅係你，一特登咩係燒我料嘅。等陣安怎伊會隔壁嘅炒粿條會來梅？伊個梅，我唔是，我係 Andy 梅 Enrico 來，唔是阿龍嘅歌，係你 Andy 本事誒，下 serve Andy。哦，係你 serve Andy 是旺嘅位嘅，唔是隔壁嘅。隔壁冇。你我就講 Andy，但係講，你咩只隔壁炒粿條嘅？你學到先冇啊？actually 我老實講啦，平常時我本經驗嘅，得啦，馬啦，我爸啦，我媽啦，我爸啦，隔壁哎呀 ，usually 啊，我會講話嘅就，我覺得打嘅經驗係 quite nice 就，我都覺得。咁樣 same situation 嘅款啊。對 ，same situation，咁樣不是出來人貴先呢。我一次咧，我係上班會講話，未必到就過淡薄啊。我有嘅啫，我有嘅，反正經驗嘅啫。
一隻凊彩嘅了，我都掉嘅。OK。แล้ว如果你炒粿條是，伊現條炒order 炒一半下滷，你看呢？掉，伊隻真鮮嘅啦，燒嘅出來嘅了，換嘅了會只拍嘅，了有一間燒咩？有影有，特別係出來人就係出來人燒咩？因為唔是家己整下咩物件，唔是家己邊，是家己出來人唔使整咩物件，唔使伊個反對下咩物件嚟嘅。但係我看了，我個了掂去咯，你永遠有四間嘅了，有一間燒咩咧？แล้วชุนในหนองสากินก็แล้วขวาเดียวว่าก่อนจะก็อย่าอันนี้ก็มันเชื่อแก่หัวเหรอเชื่อบออยู่เชื่ออ่างเหรอจะเรียกมันกี่มันดีอันนั้นในส่วนแต่โจโลรู้เองยังดู respect เดี๋ยวก็แล้วกูยิงนะที่เป็นว่า經驗呢 because ว่า出來本時歸納人歸線啦แล้ว是กันนะว่า嘛呢是係到佢哋話白位呢就出嚟個啦是出做嘅嚇，到出做嘅。แล้ว如講煮食嗬，嗱是講我哋到出做嘅啲 last time 啊，佢冇อันนี้佢一條龍嘅服務那是咧嗬，冇อันนี้佢嘅 service 那是啊，一人是有嚟出煮嘅咧。你係打地棒波，你係打餅啊，打餅แล้ว一人到邊一煮咯。因為我跟你講一個真好笑嘅物件。特別咧，一個我未證明是正嘅是假，我可能有聽人講嘅啦，讓別人嘅人會使去問看是正是假。有時講你哋厝，你家己啲內部會做嘅話咧，嗬，你會影響到人嘅車嘛、行嘛，你哋你塌掉路啊，你塌掉路嘛，係了，你哋頭先打病嘅話咧，嗬，有你人嚟出山，唔是人嚟借名，就係人過嚟看你爸爸，跟住媽媽。看你出來人嘅嘛，所以伊嘛就是嘅白車咯，對唔對？所以之前像是 MPPB 像是有出過一個 notice 咯，就但是講啲出嚟被人打病嘅話，被提咗一禮拜去討嘅，就你我試你咪時候強緊揾咗一禮拜整，就講我未死。所以我唔知當今是唔是故事你攞嘅啦，我唔知啦，我是唔知我係朋友喺厝裏邊做之類點先，係了，伊甲我講嗬，因叫我一禮拜整去討就，我講我對你就咁時咧，點解講？死嘅，我點聲，我點聲，我讀中學嘅時啦，是打餅啦。你甲隔壁厝邊嘅人講，做人本在 ，as long as 你隔壁厝邊無去報馬來就 MPP 就幫你啦。若是講你有一個隔壁厝邊去報馬來，迄個 MPP 就來查你咯。MPP 嚟查啦，係了，咱人厝人歸線嘅人嘛去查樣咯，報名時間。我感覺就講，你若是講，你住迄個 neighborhood。你甲人好好，無人會去。喂，佢講我人那邊嘅路呢，佢就是我換車，佢講哎呦啊，有隻打餅啊，我 reverse 都對嚟去，你看到就，你是成日講，哎呀，人就死啊，你過去 complain 人嘅嚟厝，你看咩？你使我無人俾講，有就是有人去 complain，因是後尾心態哦。特別當今有可能個當今冇上。有個人啊，一人坐喺邊啊。大聲食10幾年啊，伊甲伊賣豆，一路來本賣豆，所以伊是想講，你後尾一道我調啲，有個人奇怪嘅意思，唔通啦，一條啲吹數啊，一條啲吹數，了有個是真好，了佢甲你鬥過車上你講咯，了有個佢和你 MPP 淡薄類啊，而且較濟人嘅是點聲7點較濟人啊，你伊人係和伊淡薄類，了伊馬打下。伊甲你講行一邊行迄邊，迄個是我年代啦，我年代就是安尼款。แล้วลอง即係時候，伊是阿妹成日講人有人來借名，是佢就伊是煮好你出來人借時候。伊是主號嚟借名人借。有本啊，出嚟借了物件啦，嗱，你看你 order 落結婚啊，我爸爸。哦，你是水就結婚。我特別了嘅，我是要打包短褲嘅，個講。你特別打包嘅。你下面物件，伊物件是就如果紅豆湯。我就炒河粉，我就炒。喲，好正咯，我愛。有嘢我講煮下面，煮好下面嘛。好似啊，你做你炒飯。有誒是後面一隻去叫佢哋辦到嘅人，伊煮好伊人咁滯哦。我成日你食到嘅物件，做一隻裝好是煮好咧。喂，佢頂到嘅是有一間名做海嘟嘅浪仔哦，只海嘟。你浪仔佢只一成日個人記得 food 嘅物件叫做海嘟咯，嘟哩。
唔知啊？係都唔制喎。喂，以前成個 Eden 你看啦，成幾 food catering company 人 anniversary party 實是 cater，特別要 cater 可能參私人食本。嚇，私人食冇有誒。我家己人是專做私人食的啦。哦 ，actually 真好做嘅啫。那是講你有在條，你做啲私人食嘅物件，actually 真好做嘅，真正好睇嘅。特別我講啦，我有時候就食物件咯。攤路我有做嘛。對，迄個一條零嘅迄個 service 啊，迄個 actually 伊會賺真濟類，賺大類嘅。伊是成個做 agent 嘅，你去吹冇上人。對，特別本地時啦，係你觀察點嘅人啦。你真做是咁講。我咪殺嘅有能死嘢嘛？你唔知講幾時，你未做 arrange 嘛？你未揸住禮拜拖嘅啲字。呢啲我哋就4點鐘嘅咯。啊，特別啦，呢兩隻係係咪教授字講？教授字講，教授字講先。係你觀察點咪冇講，伊講伊度咁樣講一隻教嘅人講，哎呀做你講你數未使計講價錢嘅，我講貴啦，貴類你就俾學貴類，有安尼款嘅人咯就。嚇，住講，有人嘅。嚇，對，做咩啦？你是講你做 agent 啊 ？agent，伊講啊，你未使減我價錢，我價錢安尼款嘅，我做安尼款嘅學術，無講會使拖 discount 嘅，無嘅安尼款講都知。哦，有人人特別黃教徒嘅，黃教徒嘅，對啦，係加減啦，加減會拖淡薄啦。等豆嘅冇，會話我講啦，豆嘅講了，個別使講。我甲你講，我還有另外一個呢，甲了是我嘅經驗嗬是。真正係咩啦？แล้ว我 father 嘅時，我爸嘅時咧，嗬，伊是死到 Bangkok 嘅位嘅，不死到上地嘅位嘅，應該是合仔啊。แล้ว所以話嗬，咱個就被排佢哋。對，我係叫講攞呢去仔嚟。佢攞呢去仔咯，特別去仔咯。哦，邊個一個所謂啊喎。แล้ว去仔對嚟那時嗬，แล้ว去仔對嚟那時，一般 already 是。流血嘅แล้วแล้วจะเป็นยาอะไรตีชูว่าถัดแล้วอีพีข้างแล้วถัดแล้วอีหิงเงี้ยรู้ตัวที่ใจอ่ะโบอะไรกว่าชาเตียไม่ล้างขี่กาหัดใจเป็นขี่ใจตัวไหน Oh my god เนี่ย你會我啦，你今日對比起字類。豆嘅 OK，講到食嘅嚇，我老爸點聲咧，20幾年前嘅嚇，那是有打嘅磅礴咯。所以伊就來，打俾伊就來，咱係厝嗰陣煮咯。所以搭咩咧是無相，因為老爸就是收工咩。所以就無相，所以伊搭咩伊煮嘅嘢就是無詳細，伊個有滾嘅零蛋，唔是零蛋，甜板啊。糖水呢？糖水啊，伊有咩薄尼茶薄尼水啊，然後有紅豆水啊，頭湯蝦米物件咯。所以我老爸咁聲是真嘅是有海嘅物件咯，是20幾年前嘅做法咧是咁款嘅。你人是食蔗是食醋嘅嚇？食醋嘅。食醋啦，我係嗰陣時食蔗。我阿媽咧就嗬，我阿媽咧就做，我阿媽咧我阿哥人咧。就講要做雜誌嘛，所以就我阿媽係點聲咧就雜誌，所以就甲店買咯，甲店 order，所以店送過來咯，所以就唔係講這樣款啊，本邊貴嗰種嘅咯，我唔知伊即係 package，我係阿姐人是 order 話做對啦嚇，是搭咩菜是無相嘅。未使講都未講嘅，未使講。我講佢哋 agent 嗬，唔是我人嘅agent 咧，唔是掛車匠人公司嘅，伊是上個 realtor 啊，佢哋伊賣佢哋。而家是 agent 嚟啦。即係 agent 嘅，伊是冇做掛車，伊是做 middleman 嘅，伊甲你包下擺好甲你做嘅，แล้ว咱講緊了是這邊嘅嘛，แล้ว美國啊，還是其他嘅位咧？แล้วอันนี้款嘅物件是阿早去做咧。點解佢是吹 funeral home 呢？定我甲你講是物件啦。韓國嘅咧，伊個地名所在咧，嗬，是啲老官厝裏邊嘅。咦？哦，你看都看戲啊，你看韓國戲有啲牌啊，有啲貴啊，穿黑色嘅衫咧，行咧，係你嗰粒是老官厝嚟㗎。哦，有陣時啲老官厝咧上去後背係你 building 呢。哦，所以
即邊是 funeral home 咯，你去 funeral home 嘅時，特別我人是 usually 叫你老人啊，未死是家己安排便便啦，第好啦。會經嘅 menu 係咪物件？有啲人買伊買，แล้ว特別即邊是要個你去伊 funeral home 做嘅時，要每路便便嘅，你花愛係咪色，愛係咪花一做便便，你裏邊 cushion 裏邊是愛 silk、愛 satin、愛 cotton 係咪做便便咧？你愛下掉。แล้วกว่าชากว่าบินไอเซียวไม่เซียวจบเป็นแล้วอีมือความรู้จับมีเกียร์สิอี catering อีหลายอีมือความรู้สิจับแซนด์วิชก็สิเจเดียว like serve อย่าง wedding อะไรควันแล้วอีกมือความรู้ไอแห่ฮามิกว่าแล้วอีมือรู้อันไปอากาศสิกุยเลยหลังไหลแล้วอีหลายสิจิเป็น你甲你講咯，你叫你出來人偷笑應嘅，我記。แล้ว要每路嘅像แล้ว路那是愛用係咪 USB 啊，嗰時候人係小影啊，แล้วแหก要像 video 啊，對，要每路變，แล้ว是อี每路อากากุยเลยหลังไอไหลแล้ว是อี房間啊，อี厝寫一กุยเลย hold 到咗，特別อี冚อี房間嘅冚，夾對。แล้วอีมือรู้ไอ open casket ก็สิไอ close casket แล้วอีมือรู้likeอาจจะ講啊น่าสิ講น่าสิลูก唔知講อากาศกุยเลยหลังไหล啦แล้วลูกไก่講ลูก唔知 so อีก็ลูก講嘅ลูกจิบ嚟หลัง嘅สิอีคุยจิเลยมือแล้วบางexpand ค่ะแล้วอีโบแห่หลังที่เลย邊อีแห่成หลังที่เอาบอยflexible 啦，in case 你就一個人來是夠有人坐啦。所以這邊嘅我是 Malaysia 我是會記講是想我係講啦，咁咧我嗰陣時啲厝咧有裝破嚟，你冇咩記？但阿妹都未見過上，特別這邊嘅我奇怪知道咯 ，because 特別 client 啲人特別奇啊嘛。我記我細漢嘅時候，我係講㗎，我係馬貴先嘅時候，我人就會家己填個筆喎，我人就會去 take order 嘅呀。我叫我細漢咯，嚇！我人特別去達到頂安啲uncle都俾啉下面，แล้ว往走去夾咯啉茶啊，是啉咖啡แล้ว往時個夾咗幾個咖啡嘅茶果啊，去填可能那款咯就 top up อันนี้我記。แล้ว冇安啲嚇，你算啊，你馬路有人 serve 啦，馬路。當然有人 serve 啦。啦，對隻。對，肉糜對。茶米粉啦，是係咪貴嚇？肉糜米粉對，茶米粉，當時炒新加坡米粉。แล้วก็จะไปปักอะไรอาหมอทั้งปักอังสีสวเลยเดี๋ยวอะไรสิเดี๋ยว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สิไปโทษจะเลยอังสังกัดจะเลยใช้อะไรคนน่ะตอนนี้จิตเขาแห่ต่อสิเลยอังเปาหลงเขารู้แล้วก็แล้วเปาหลงแล้วเองเราแล้วอาหมอทั้ง我感覺一條龍就是蝦米物件本免還路啊，路坐落來啦，依家個แล้ว佢補個แล้วเขารู้就掉啊啦。你看冇是達分咯。แล้วอ衫咧，成個講被有人被多下衫嘅แล้ว我記我買人嗰條去買咧อ衫啦，每款咩 size 什麼物件？不是包嘅แล้วเขารู้แล้วไป嘅แล้ว already 嘅แล้วเขารู้แล้ว。哦，你係咪等陣อ衫要包用嘅咧？我啷冇用。唔是อ衫，白衫อคอ。白衫อ衫，有嘅車俾穿係咧。依個可能勁啦，有人穿有人穿麻咧。不，麻是你做理是個大嘅。看路嘅伊嘅關係，成日講人是咯，鏡子就都是穿愛，唔是咩？白色，冇白衫袄褲。哦，我諗是穿愛喎。我那是白，那係咪是一套白色嘅？然後你話是上個我是順啦嚇。咁了上啊，未使講。攏咁樣穿上色，順穿藍色唔是咩？順是穿藍。順伊就上個我記我講過先我穿藍嘅。伊就學你一個藍色咯。你下。一下就打你手咯。啊，像這是新婦啊，一件咧，伊就學你一個再個另外一種嘅咯。攏有做呢哦，攏有做啥大下呢？可能未見過啊。冇啊冇。那是 Christian。我下是拜人講呀嘛，唔是咩？我係講嚇，我係講是 Christian 本是有大下喎。我諗冇穿麻嘅啦，我諗冇穿佢哋麻衫。冇穿麻衫，本來啦，佢係特別呢，好路邊。意思好路一地細麻，很舊大路。佢哋是嚟嚇，特別講是你是嚟順啊，是你是見你個嘢。
我會記無上校無上嘅迄個，特別了貴咧是 after 你貴了出山貴咧是啊，轉來是啊，你上升轉來是上升嘅句無講這字，你去上升轉來啊吼，伊互你迄個伊下是 plastic 嘅這種。成日你在做成生面，香嘢掉呀，冇啊！because 啊，你若是講你愛靜下嚟講啦，嗬，你成日講你沙嘅了，嗬，本身被特別貴俾佢咯，嚇，特別貴俾佢了。就是講人講當劍無啊，你講你必有了。你是講當時出山偷下了，都偷下了啦，冇對處情多下，嚇，冇嗰隻多下咧。有嘅是。多下18節，多下3個月，49節，90節，那看咯嗌埋咯，成多一禮拜就冇咯。哦，我是講較濟當然是為咗行本本是，I think 上升對嚟就偷下咧，出山咧就偷下咧。嗰度畫咧沙咧，呢度叫到夾隻顏色。頂到無上啊！哦嚇，對硬啊，對硬。冇多下啦，沙是 Christian 冇多下，我Christian 咧冇。我爸同我媽是Christian 嘅人冇多下。誒，我有誒，我係講媽隔了嗬，隔了是 Christian， 往隔了有多下啊。多下啊嘛，多下 religion。嚇，我講聽多下係咩？我唔講。大了多下是 morning 嘛，對。嚇對，多下你話媽是講，我媽聽到我成時 explain 給我聽。respect 是 respect 本特別一樣講，你頂到無實當今那年代，你 Facebook 幫隨家人知啊嘛，頂到是你無人知，所以你就要請到你下人看到哦，你會看到你請多邊嘅正邊，你食是蝦米食，一樣就再講是你白，你鳥還是你馬，安尼可能人看到，你在我記是黑色，แล้ว白色一拽，伊個你擺，你請到啲多手咧，就是難做你。難做，但波是倒手了，正手是查某嘅，所以人會看到啊！你請一下，伊人已經在講，哦，這是你馬貴先，還是你馬貴先，就冇人看到呀。我係講是我伊人有一個 formula， 唔知是青黑色貴成股黑色，唔知是7日，你唔知貴啦。對，我冇有，嗰個對青過，你知道？藍色有度變紅青，對，有度變青青。哎，貴唔知是6個月1年吧，你該使對紅，所以我同你講，我哋是只學只傳統嘅咯，就是啦，就所以馬路嘅人，要隻 formula 好對，對，就所以馬路嘅人白嘛，愛做工愛蝦米啊，แล้วรู้มันน่ะ對，對，即係攞安尼，就是咯，就是我記，哦，就是咯，就是馬路嘅人無對安尼款啊。你使講，是吼，我人無正講，成日講你都愛做衫無誒，我係衫個了吼，經嘅食，加個了，加個了，pack 個了紅嘅，也紅當。I mean the funeral itself is 請我啦 ，because one immediate mother 嘛，but 咧貴了咧未使請striking 嘅 colour 即係暗色，淺色，你佢哋未使淺色，你想有tag 啊，有寫紅字啊，嗰啲加個了。即是較無咧鹹啦，你。and then 嗰隻係唔驚，我人佢講我媽都試過咗把試試嗬，我人伊個衫嗬，嗰了綠瓜茶是但加破啫喎。我知，特別街嚇，特別街，冇人會去點，冇人會去點。計眼對咯。哦，計眼對，哦。是哦，因嗰時伊仔也是喎。嚇？90年代伊仔也是，我人係厝。哦，所以袂使你仔袂使生氣嘅，可能係，所以你仔嘅袂對。伊是講計啦，眼對，即係就是講劍射，眼無了。哦。你是講係咩劍射係咩？精神啊，精神啊，即係我人不是伊個 risk 嘛，貴先嘛，所以你介意眼無了，做布個鏡，還是你個紅家帽，還是布個鏡？哦，你是講就當劍你是元已經啦。哦 ，OK， 你講你當劍一世人啦，一世人，你是搞個一柄就對啦，你看那是不是講？所以你加衫係咩？你加喺衫破起來係咩？一坑還是一坑？地呀。哦，地呀呢？哦，地呀係加一坑。哦，我唔捌聽，我唔捌看過。你嗰隻係唔驚？The moment 你爸母死時候，大囝就係對性嘅。
因為落刮茶時，一頭下落去，是大鏡下落去嘅。哦，梗係出頭。都愛做嘅。唔知係咩數，但係我過就撞對嘢，頭一個就撞對嘢，撞啊嗬！一落刮茶時，一大部鏡第大，大部鏡第下落去。一頭。這個不想快，因為我老爸這陣時不是我做嘅，不是我見到頭嘅。我唔係跳過你看喎。冇啊，我係冇啊。冇你冇你鹹啊啦！我講我同事咧紅燒。冇啊，冇啊，你鹹啦。冇我唔淨係識人嘅方式啦嚇，福建嚟咧上翻嚟。咩學？哦，你是講福建嚟，福建人嘅咧。我講福建人嘅咧是特別人哋款鏡。咧，我是福建人啊，我唔知啦。唔是你啊，唔是你聽到啊，伊是講福建人嘅咧。福建嚟啊，福建嚟啊。所以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唔知啊。伊是巴生嘅人，我唔記記。對，巴生嘅。福建嘅嚟，就是講人邊啲人叫福建嘅嚟。我冚氣啦，係。上家阿 V 話咧，伊是海南人嘛，所以我唔知伊人嘅。人海南人嘅嚟咧，海南人嘅嚟。特別我冇，我爸本好嗬冇啊，我冇安尼款做啊。有可能較簡單啲，就係 simplify 就係成個咧嚇。正點岑老師講嘅，伊個唔知頭一百字就要稱冇頭即頭切就要稱個料咧是貴咧是對使換做200，安尼款。冇本地嗬，冇喺啲觀察店嘅人嚇，伊有問嘅，你知道，你人愛大下，就是講，你伊貴了出山了，你人個愛大下，伊有梅魯嘅嚇，伊有個梅魯嘅。你若是講愛大下呢，就咪講你衫係咪啊？你愛對調咯。你當今嘅人較濟是出山後咧，就燒掉一下咧，無個再大下了啦，把滷嘅。特別你當今去濟名了是伊人有學你樣嘢，即係一套 T-shirt 啦，貴係咪白色嘅 T-shirt 咧，可能有哦。有那個包咧嘛？所以我啲仔講，你要訂幾人嘅款啊？伊人個咧就 pre 做好來，就 already 有了。特別咪特別講幾人你 size 係咪 size？你伊嘛梅魯啦，你嘛計講。我就講，伊是夾，冇嚇，伊是安尼款，伊夾幾拿白嘅衫，咧伊到時若是伊算咯，伊嘛算講，你 already 有幾條衫。夾掉咧，伊咪扣出來咯。對。夾一衫來嘅了，要 label 一like 大波、雜波、件啦 ，SML。要辦回來啦。對。OK。未使講咩？我講成個你俾你 PGHP T-shirt 你看啦，你個這個睇 extra small 冇啊，講呢個 S 冇。冇晒聲，是話俾我生啲硬未使情嗰個多下時，特別OK，แล้ว個後面咪就直接會講個播唱，冇機會講到人嗬。有人去過後樹青紅沙喲。喲，38啦，係叫做。我干那孫會後了嘛？干那孫，發回係你是只好命了喂。干那孫。我稱過。我稱過，為啥甚至係咪啥？我哋等我一報過先，咪實講，你去錄話啥得嚟？我個就喺做邊樣？你是講稱干那，你是干那孫係？我是你做啦嚇，然後你是干那孫咯，所以就係你只好命啦，係你。干那孫對，我係記我人嘅干那孫是稱，伊唔是稱紅衫，伊是稱白衫，特別要稱隻成個咪長講嘅，特別是紅色嘅，係 sash。冇要係要成個稱一個褲，要褲大呢款咧。一個褲大，紅色嘅。我成個是有白褲大啊。我係做是因為伊有帶同堂啊，了伊人就 simplify 第4代嘅第5代會使穿紅衫。伊人就派紅衫互我人咯。I see。哇，有帶同堂啊，好名啊！好了哦。學期。有帶同堂就是講5個 generation 將至為嘅都做正嚇。對。了畫了5個 generation，咁了畫了個。我愛聽中國嘅funeral，人點聲是穿咩衫？
講。我嚟馬斯是在中國啊嘛。人無穿學衫，人特別咧嘢衫咧。哦，南邊 inside out。inside out 嘅。唔是特別咧個褲穿到啲身軀嘅，意思我冇明白。你都學冰出來 over flip 啲衫，成個都冇寫地殼，是你冰過嚟，佢穿個節節人啦。冇，你若是講你冇白衫嚟講，你穿蝦米色嘅衫本？你攞出來咯，倒冰出來呢？哦，我嚟馬時人試，人點呢度中國試。喂，嚟馬時人就講試，梗係唔丟啦，講嘅唔丟啦。原來都咁正嘅。喂，嚟馬試你嚟馬試是成日款做，唔是講你嚟馬成日款試。แล้วอันนั้นน่ะพัง我咪成個是成 lemon zesty 你紅色嗰個係做咩啊？冇係 zesty 變成 cleaner 邊咧แล้ว阿龍so 你講你行紅教你嘛แล้ว伊有蝦米無想你做事蝦米叫有較簡單咯較省我簡單較省because 我係請你鬧毛佬嚟嗰條另外學女嗬。對，所以往時請迄個 wake 嘅點先無咯，是 funeral cremation 迄是節，甲有一個 pastor 個人甲我念經。即是你爸爸，你係個叫人安排。對，我個安排好我個咧。伊就是譬如我俾人做行講，愛找人嚟念時歌，特名，我講名，咱特名，咱坐陣先幫就好了誒。出山迄一節，甲請一個 pastor 過來，所以往時真正簡單嘅咯。哦。แล้ว你佢其實你成個你唔是一條領爆啦，你爆個了本啊，所以你免做波行咯，即係咩事你免做波行。對咯，往主要應該你本 actually 真無英文嘅就，應該你就是講就大人出來有隻人來嘅話，你就會接你啲人講話嘅，就大啦，做就大你朋友上點上來，顧親戚三姑過來，二姨過來嘅了，冇上家庭啊，你特別想是佢去感謝人者咧，想是去敬酒嘅你咯，對，你個數講咧個講相，講相三幅屁嘅啦，講咧我講事啦，你咪等陣就件事嗬。你 upload 呢個 episode 咧，直頭講啊，正當都嚟聽一個。你 scan 你QR code 咧，你大到底係隻 QR code，你 scan 你告訴嚟嘅，你講啦。我是因為我爸伊資整貴了，甲無安尼好。我是講累嘅方面啦。我家小人點先，因為欠少嘅嘛，所以走路嘅嘛，所以變做伊無朋友嘅就，變做伊後來伊無咧這邊。所以我嗰時候就講，哎呀，別使互伊無人來，無好本嘛，對唔對？所以我走就對佢往古仔你冇活咗。我講攏未記我是住住驚，講你未記，你當然幾歲咧？我當然10幾歲咯。老啲都累，然後講我爸爸暫未暗貴先呢。我講是啊，所以你冇活有人來咗咋？所以 at least 嗰時我爸爸走落醫整，係你冇活裏邊嘅朋友。搬有來咯，我就是想講，應該無聯絡就幾10年咋，無聯絡就這咋，所以想講人哋都唔知嘛。所以你去到對舊嘅 neighborhood，我記得對你深山小屋嗰邊，我負責嗰邊調嗰邊去隔嗰邊嘅隔壁厝邊講一下咯。แล้ว講一下，不唔是講會下邊物件啦。會學人知啫。人走了。都可以較好看就冇啦，這咩就是所以未實講冇人嘅款啦。我唔係講做個安尼慈慘住佢話對唔對？係咯，我過去俾佢教等時佢擺人嘅嚟嘅咯。係咯，係咯，我出來我顧我姨啦，我顧係人嘅咧有嚟嘅了咯。係咯，特別除咗前陣依個市面上我爸爸冇朋友喎。我哋俾拖佢嚟朋友出嚟㗎，吉掉嘛，是唔是？我有做的，然後非就講，伊走半未歹啦，伊人走去半有人嚟送伊，伊最好嘅朋友半調啲坐火車，啲簡單火車對嚟看伊本就，就落滿仔嘅朋友是住住人嘅呀，你係同調啦。好嘅就係咯，好嘅就係旺仔咯，好就係旺，我會記迄個人嘅名咯。特別就乜老講住迄個虎頭嘅，我無虎，因為我無做呢個物件噶啦，較簡單嘛。特別有一項物件咧，我是調啲無做嘅所，即是我家己個人嘅
物件嚟啦，我家己數錢嘅物件，伊有一百是要夾小英嘅，見到小英哦，對，夾你把小英，大鏡夾把小英。我是大鏡，特別我買夾小英，我買夾小唔是我笨蛋，我即是我厝內邊嘅數啦，我生你下啲咧。我是甲爸爸就冇錢嘅啦，我是講，特別我第三個小弟，我第三個小弟咧，第錢嘅驚對，我感覺講第四項嘅弟弟甲爸爸是較錢嘅，因為第四項我大漢間就有爸爸媽媽，係啦，我四項個大漢是冇嘅，我是為媽甲我過個節咗，所以爸爸媽媽甲冇人哋自己啲，所以我心裡面時候就講，夠意思啦，對於嚟講，我第時我教我講嘛，誒，小英我買嘅，小英都何有女妹你小調啦。冇，我免滿意嘅，because 我就係講，伊哋都是只細人爸爸媽媽。哦，所以就係講伊哋就係。伊好，伊啲老官厝點識？伊是爸爸阿未走，伊整，伊地錢，伊地我爸爸，就大隻幾老官厝伊是嚟咗。係了，甲伊住成姑，甲伊交過伊咗。對。係啦，我覺得冇佢講出嚟講嘅。係 bonus 啊！我真係真正小數人家第一年是換正講了。我是拜二，迄日是阿未，嗰個5月節以前，我是拜二，迄日下晡，我小弟，我哥甲我講，你老爸老官講未歸記名咧，就老官講啦，未歸記名咧，然後我哋韓國嘛。然後我就見教我頭嚟講，我有可能咩就去咩背點邊樣啫。然後我佢講咯，我見阿妹俾背佢斷，俾背佢斷咧，佢直接半啲是我俾廿三去死直接嚟啦。然後冇廿三去死，啦別胡啊嘛。然後我就俾家己走去落淚去死咯，家己死嚇。對，家己死，然後佢落花咗，然後佢死，然後佢對住啦，佢小個字啦，被下啦嘅個了，嚟 music 嚟啦，係咯，你紅音，我哋做看電視機咗，其實我講我困地請咗，因為我第二隻機未，我看電視機然後自殺，然後接我啦嘅咗，我白橋話嗰種，聽到你把聲，伊是我是真正明顯嘅嗰種，冇可能嘅就真正明顯就我冇講時候可唔可以奇怪咩冇本咗，我咪上個出線，我冇本咗，我成日看到戲，係啦，伊戲嗰時我直接看到啦，我在伊戲啲講嗰邊嘅嘢就，我腦冇上到白下面嘅，我就看到戲，然後脫我衫，開我 passport 嘅啦，最好事嘅啦，係掉我 luggage 裏邊，係啦，紅音，喂，阿龍啊 ，thank you 啊，得嗬，成家依度啲女出嚟啦，咩？哦，啲是喂走開邊，喂，你拜阿龍啊。是我把聲嚟，係咯，我the moment我就聽到你聲了，我已經冚到電視機聲嚟咗，我攞到邊頭去看，係咯，我係點先？我 already 上到隻面啊，就，伊冇嘢啊，我 already 上到佢隻面啊，一出嚟啊就，我佢上咗隻嘢，特別我對舊點先，伊個背走㗎咋，伊成褲地個背走佢就，伊個穿褲佢，伊背走佢就，特別伊冇請啦，伊已經冇請啦，我頭舊尾冇舊一百講條話，我計講話。特別我冇計對話咯，我完全冇對話掉。係啦，第三節拜四，我是拜二背拜三對教，拜四個走嘅，拜四走嘅，所以對教拜三迄日咧，我有計講話，特別冇對話咯，伊冇特別做話啦，伊到底是 vegetable 嘢就，特別有可能去韓國時時甲你講，甲你交變。我跳晒嘅時候，我就真驚啫，紅眼我攰兩，我冇管長嗰時候。領嘅啫嚇。記者就阿龍，我捌聽過兩三道啊，人甲我講嘅啦。伊人講嚟，成個你講咯，成無像國家 right， 所以伊人會聽到成伊嘅爹啦，甲是伊媽啊，甲是伊後生叫伊啊，然後伊人看點聲哦，然後知到嘅時啊是迄個點聲貴姓。特別我係冇貴長哦，誒伊人嗰是阿毛嚟個。阿毛人啦，我爸貴姓嘅是我爸孝啊！你聽到你爸孝？我爸貴姓？那我大厝嘛，因為爸大印尼貴姓嘛，等大邊領嘛。我多隻好，我係掉我爸孝啊，我就請佢。但是每次都好你爸貴姓啊？爸貴姓啊？所以 before 你知時，你已經聽到你爸係孝。貴姓啊？等無人教我人講嘛，等會背我大個靠我嘛，我講貴姓鳥，要你 used to be 昂貴姓鳥。used to be 昂，亦肯講咩？你係 used to be 昂，肯講。used to be 昂貴姓鳥。我邊話？頭先阿龍講，
伊講係咪驚困袂醒是蝦米數？我第二集已經記掉嘛。我甲你講下，我硬是困袂醒，แล้ว我無看到我係罵咯。hospital call 嚟了 ，hospital call 嚟了，伊講 hospital 是講 call 來是critical 了啦。特別我袂醒喎 ，because 我半暝時 already 補掉送伊去 hospital 啊咪啦嘛，แล้ว對下出一下線了嘛，so 你常常佢未請本嚟又你，我落完幾日打，我唔就落完幾打佢未請。แล้ว喂姨嚟叫我誒，喂姨啊，伊花車嚟㗎，喂嘈，喂你嘛冇了，咁咩去 hospital 啦？我鬧誒，我同你講下，嗰陣時不 maybe 是佢袂請本好本來你都冇看到伊嘅 last moment。伊我未打閒咯，安尼看。你未好，你話啥？你只看考，你看到伊貴先嘅事。好彩是無看到伊嘅迄個 last moment 斷去啊！你安怎去看？你會乜得？安尼看斷去，你就 suffer 嘅時候，只我是我冇看到嗰就我爸爸嘅，但係咧我覺得真係奇怪嘅。我擺生短嚿啦，阿妹，短嚿咧我講喺爸講講話咯，講這些物件。แล้ว阿妹咧我只教邊咧，我個就電話去錄住咯。แล้ว我就講話我啲嚟咧，我話你啲韓國錄飛機呢，แล้ว講就咪阿冇安裝啊，做咩事啊 ？Actually 我是冇物件俾佢講咧，就所我就俾成話咯，成 topic 出嚟咯。佢拖 topic 出嚟咯，成 topic 出嚟佢講我頂住禮拜做乜嘢啊？我幫隻無影啦，แล้ว個禮拜佢會做乜嘢？我講佢聽㗎啦就，แล้ว係點先？伊穿佢 OK 佢就，第二節我佢就去看伊，我自己邊係佢講話，講係乜嘢啊？直到我講細係乜嘢，大係乜嘢啊？係啦，我看到伊。迄日子你一穿佢真係艱苦咧就，因為我一直俾成間打你就多啦，一艱苦咧就，特別伊未請就，伊無請咧就，伊冚只目睭佢節咧就無請到就這就，係咯，伊故事未控制伊嘅狀勢，咁未控制咧，未 control 咧，所以兩半仔啦，伊無隻物件咧，有幾難子無隻物件接鹽水呢，所以我看到伊安尼款呢，我心裏面想到一項物件，我想到一樣就是講，伊個拖掉。是因為伊個單調你知道，伊單下面物件咧，我誒大小弟咧是伫新加坡20幾年啊，伊 COVID 無斷掉，無出國掉咗 COVID，所以伊passport 過期伊唔知嘅咋，所以伊是未斷去嘅咋，伊知道這消息咧，伊就請講啊咋，伊就要去寄 passport 去做咯，伊請講咯，伊是馬來西亞人個啦。馬來西亞人過，伊唔是新加坡人過，所以走去 embassy，你就講 embassy 未限做路嘅嘛 ，embassy 未檳城嘅做，馬來西亞嘅做 MC 做路嘅，外國嘅 embassy 是未，不是未單本嘅，所以伊就講伊就要 expedite，伊無法度啦，伊就要當見就要走了嘅，所以喺度出咗做好啊，背短期嘅時安裝because 幾平嘅嘛，係咯。伊個 embassy 就講我哋做好路，特別好啊，出批又話啦 ，confirmation 講 hospital 嘅批啦，路管嘅批啦，我出邊哪裡學醫療嘅，send 學醫療嘅，迄個 embassy 佢咪有 approval 一大堆，係了去到拜時咧嗬，伊已經做幾廿節啦，做2-3節咧就，拜時咧嗬，伊由啲一道走去 embassy 去 push 人啊，講我當今啲單調個讓 DC 使好啊，我係 passport，because 我未護了，我係覺得。有可能會走咧就，喺陣時會走個，係咯，伊就講我 ，OK， 你叫佢哋 doctor，佢哋批嚟俾你寫一嚟，所以我咪走去找 doctor， 我小弟走到第時下，你小弟走去找 doctor， 伊嘅你 document 啊 print 出嚟 ，keep WhatsApp send 佢伊企喺啲 embassy 會驗啦，電話等咗，佢等，係咯，佢哋時我 after 我舊一把講嘅了，佢哋情塔嘅話講嘅了咧，係咯，我就講一把坎坷，我心裏邊嘅時候就講，我舊一把講前後面嘢嗰時候，我就講話。你當今若是講是拖掉嘅話啦，往外口嘅人眼看你是拖了就艱苦啦。我老實講一句，我看咧往本艱苦，往嘅心本無好過。因為你穿佢嘅款啊，你個別叮當別做，往無 reaction 都謝啦。若是講你應該走了，你會較輕鬆嘅話咧，你放心走，你就放心走咯。我覺得就大漢咧，你就放心走咯。然後我每一件嘢，我每一就講。
有時唔是單調嘟嘟對嚟。哦，但是嗰度是單調要嚟嘅話咧，伊當今伊誒 embassy 伊大使館裏面做掉伊 passport 咧，伊 passport 一出嚟，伊就馬上背轉嚟啦，新加坡就見嚟咗。我講咧接動話句後咧，我唔就係講個 problem 佢咗，我講咧句後咧，我係小弟家教講冇喎，伊講同伊個檢查係面見咯，咗。做咩做咁麻煩呢？攞嗰度出批啊，老了啊！做咩做咁麻煩呢？所以一早一出你讀到咧，幾隻面嘅咧 ，on the phone embassy on the phone， 我做啲 embassy， 教我誒第三你做啲 on the phone 位，伊講嗬，你竟然叫讀到做啦，伊 send 好時協助應啦 send WhatsApp 咧啊，一直show 我去 embassy 嘅人看，伊 embassy 嘅人講啊 ，OK，ini boleh terima，伊只講一句話呢，伊講 OK 呢。把走嘅。哦，伊成日是要 make sure 伊袂對來那款哦。哦，伊是上點先就 at the same moment 就 doctor 徛喺面上邊啊，伊有一個步冚掉起來咧。如果是講 last moment 啊，伊 doctor 接到伊血。伊有聽到，I mean，嗰啲有聽到伊講乜啊？有可能。有可能你把 maybe 伊，I mean 是無關係 ，maybe 伊聽到講伊在講。啲面上邊啊，你我哋話啲面上邊啊，你所以有聽到嘅了。係咯，伊就係講 OK，然後我就哋講下，依個 OK 啦，依個 OK 啦，伊就講 OK，然後到就行出嚟喺度，講下，你爸爸冇就走啦。哦，上咗聲嚟。等陣頭嘅，怎麼最起手就條落你講咩？我讓成講我等下個補充啊。OK， 我錄個字唔告訴啦。我愛問阿龍。頭嘅，等陣頭嘅講先。你講嘅個先幾正經哦，是啦。我嘅阿媽本是上番，因為我嘅阿媽是拿落個做個先嘅。咁你 video 定哦 ，OK， 我冇 OK 哦。我夾到阿婆 OK。冇玩咩啊？我翻 OK 啊噃啊 ？OK 噃 OK 啦。OK。所以我阿媽咧就拿到嗰首歌先，伊其實伊無歌是點聲咧？伊是會使講是 coma 啦，拿 coma 啦，唔知影人啊喂，然後我唔知伊到底是唔是 really coma or just that coma 或者點啦嚇。伊切點聲啦，入面切點聲咧，伊 actually 伊頭直直叮當嘅，所以咱唔知到底是伊是 suffering 啦，還是咩物件？因為所以我知影就是幾若工前伊無個切點聲咧，伊有出血，所以伊出血是哪一卡出，唔是哪地面出嘅，所以因為伊是講嘛，伊被崩血啦嚇。所以就放到半邊嚴重嗰種嘅，所以我講到邊嚴重就是我本教我嘛，即本掛到公厝了嘅，係唔是？因為唔知影到底會過未過嘛。所以對我公厝點寫咧，就講冇叫我簽名講，因為因為伊放血放啊夠啊，所以無真個無咩有血啊，所以愛掉血，掉埋80本，所以就有咯就簽互伊做咯，免我愛簽陣時，我問我doctor講吼，伊話我到底是拿實費啊無拿實費，因為我看伊傳開看個半邊到啊，and then 伊頭一日要去啊，所以我家己唔知到底是伊有痛苦無痛苦，所以我了解阿龍嘅真正，因為伊樣款嘅情形，咱做囝嘅也是做孫嘅。咱不唔知到底看了，看了，咱唔知伊痛苦不痛苦，所以就你甲你媽講，其實咧，when伊樣情形咧，迄陣時我阿媽是個 still 個 OK， 因為吼，我甲我誒我都甲我誒姐講，甲人講吼，伊袂曉誒來傳傳出了，來傳傳出了誒，因為吼伊袂曉誒，所以因咱
拜来跟人讲，所以咱就那本已经甲我的阿姐讲吼，伊阿妈一行好传传除了还拿出歌，因为老人啦哈。我是买到啲老滚出鬼先是，你那不爱人滚出歌先呢，因为吼，因咱有的老人是吼，我甲问卷出拿出歌先，因为我拿我自己不是。家己识嘅所在。家己嘅老厝所以我就甲我阿姐讲，我甲我阿姐讲甲安尼，佮重要嘅，我系问得问讲伊讲吼，我讲伊老人好好伊拿出歌，莫互人滚出歌，因为我唔知影别个老人嘅想法啦吓，多數10個老人10幾個想法呢。所以就講咯，然後就 actually 是拜一就係出老嘅，唔拜一嗬，唔。禮拜日出流嘅，我講到叫佢去出流嘅。我阿姐嗱唔知搞咩物件，搞家吼未好勢，就講我無這物件，無這物件未出流，所以呢就無法咯，因為我咪嚟做主嘛，因為我厝唔是我嘅嘛，就攞咪裝嘅聲啦，到時，等我 mute 一下。喲，OK， 自己 mute 掉 ，OK。所以吼，我係就講無破啦，無好嘅破啦，無嘅 oxygen 啦，小皮啦，所以我不會睇講咩物啊嘛，因為厝唔是我嘅嘛，因為一段啊，我係當嘅厝，我係當嘅厝。你當係？我係cousin，我家己related 嘅 cousin 啊，咪叫董嘛，係唔係？我冇曉啊，董是你董是咩？董是董家表嘛？堂哥。哦，對，董家表嘛，所以我係董嘅，所以就講拖家伊未單了，伊真係是未單變出了，所以哪能做個先？所以是無，你是講你嘅心臟，嗰陣時想到是要可以成對厝啦，是講做事做未好事，你未對到厝啦，後尾就到啲攞棍厝鬼先啦。是啦，特別多數我唔知嘅啦嚇，我唔知大家老人嘅想法啦嚇，特別嘅事上係一定要厝嘅。有嘅是講對到厝吼，一個大到厝無夠困難點。無夠困難點正，伊就幫未去。細漢你頭晚都未講咩細漢？冇阿龍小弟未拖 emergency passport 咩？就是拖咗 emergency passport 咯，I think。就是拖 emergency passport 你麻煩你啊！伊拖咗副嘅 passport，伊拖咗副嘅 passport，伊是夾副嘅 passport 嚟。冇啦，若是伊 emergency 會使嘅 emergency passport 就係唔是下邊問題，人就是無號路嘛。人就是我就是冇路嘛，未出批，未整出批，後出批。就是你要做伊就是無號路走嘛，當然。你特別叫你正嘅，你批係咪嘅？你批。伊硬是愛叫你去做新嘅 passport，加號路走啊。冇關係。意思伊人就是未看啲物件。就講你是唔是正有這個 case 正會出嘛？所以特別可以看到 fulfill 嘅 requirement 啊。但係你曉落咧，曉落你會講咩？曉落。哦。我是講我係爸嘅事啦，我冇團隊啊，因為 MCO 啊，and then 我背機啊。I see，到一度加拿大，你爸係？呢度巴士啲變領啦，大啲興趣。所以你咪是只咁，咪是，哎呦，我唔知啦，心你咪是只亂咯，都冇團隊冇。拉出嚟嗰隻故事就啱玩嘅嗰隻嘢。我等下可以講。我就先抄落。曉落。sorry， 我覺得抄落。sorry， 哎呦。抄落是會話話會講啦，你曉落是嚇，曉落講。都係，因為是中 COVID。中 COVID。你咪是你教嘅，我看到你嘅心，你教嘅 today 你咪是 feel 到成，我不能對，成條卡掉你看啦嗬，特別你爸爸明逼嘅啦，
แล้วกันนะกันลูกคุณเกี่ยว WhatsApp นะแล้ววิดีโอคอลเขา講我還沒見到佢講你爸爸正線啊，還是有車啊？冇了啦。แล้ว你出來然後攤去哦，你出來攤，而且還是 maybe lockdown，是 maybe 出來然後冇攤去，是唔是？到底邊嚟嘅？關嘅，跟住我係跟住一小弟關呀。哦。喂，3隻字叫我對特別都冇背記。我哋禮拜安尼講到老君做茶館啊，有個就唔知啊就，我3隻有去做外賣啦，伊在外賣應該是每個外賣大到位啦，然後伊去卡門特別外賣是可個別嘅人，所以有位把柄嘅人，過去嘅時候，伊都伊買曉嘅人嘅，伊是伊冇咩事個外把柄嘅人，了已經冇。你細漢你樣背冇半開啊？時候，伊人冇來往了。了到嘅，了特別我有叫外賣去講愛看呀啥物啦，特別我嘛是堅持講，伊賣甲這人有來往了誒，伊講都是無關係了。伊講如果賣假搞去，背對來，看伊呀啥。特別你家己想感覺未歸心啦，是唔是？哪年啊？แล้วรู้เสียง會對哦。未機會對。不要緊，你就會等你即個講明係咪談好時啊？介紹對是唔是？我有特別冇 vacation days 對去。特別你爸爸了解啦，哪能可能未見啊？基本是我同伊講 WhatsApp 嘅 video call 講咗一部話啊，那咪是講。伊是就要聽，本是要聽到你聲，要甲你甲伊講話，就咧伊甲幫甲會平安走哦。哎呦，幾險咯你！哎呦，แล้ว你是唔是大隻就想掉個當今？我問老君講，還是我堅持要對是安怎講？因為這是 COVID 嘅 case， 我對本是看未到嘅。哦，對，一過身過後，真係見到處理了，因為人講買哦，啊你virus 一刀掉人，然後講這物也無給人處理，人錄了自己處理。hospital 咪搞到特別搞掂。แล้ว你安尼款做嘅時候，你 hospital 人一頭甲你搞掂起，是啊，都要每日做啊，每日積啊，啥物？就講要拜大得咯安尼。我3隻有傳落我，係你伊嘅地址，伊收了放喺你網內面了。你嘅要互我知啊，你多一件。多一位啊？伊是到啲邊嚟還是到啲企啊？到咗咯？應該是多啲啊！你不都廣東啊？是多愛淡冰。OK。然後最後看到伊嘅一邊都是老君傳我愛看嘅效應，都是一人做好了啊了，譬如講甲魚啊，就是講有坑嘅所在，也係你什麼花係？了 preserve 起來哦。係講這是我人會做教可以。對。所以แล้ว你是อาจจะว่า你ก็ทัน WhatsApp 是因為你三隻去甲伊老君嘅人講嘅時候，講你驚到啲外國啦，嚇呐。了我有拍電話，我都
兩禮拜直直打電話對去 GH 去問講，話安怎夾到陸軍嘅下個電話，然後安怎在安怎咯？哦，咱這講，咱安尼款嘅情形，我是聽到。像報告新聞時講到，我是唔捌接到講咱家己朋友家己經驗過呢。看你是真正我了解你嘅心情是真正，哎呀唔知愛做啥物本未做半項對唔對？你愛做啥物物件本未做，我個唔知安怎教伊嘛講佢嘛，冇事教我。哈，你個 feel 就當呵，你就 trap 掉就一半一半啦，哼。你係啲中你係啲中แล้วรู้ตอนที่ฮับเป็นอูเป็นยูฮันกองอ๋อนะครับฉันรู้กี่ช่วยแต่ทุกคนบอกรู้กี่ช่วยกว่าเกาะรู้สังกาอูใช้機會กับหลังกอง at least เท่าคุยดัมโบ真耐你呢啦，冇講這。當見就這咯，當見咪你這兩天。一條咪入嚟 clubhouse 咯，入嚟 clubhouse 就會變咗背入是啦，入 clubhouse 咯。比如了解伊嘅情形，因為。伊嘅情形甲我嘅發展點解嘅情形差不多相關吧？我luckily是我講看到我發到啦。我上擺我發到死都冇人甲我講。嚇？有影？你唔知咩？唔知喎。你唔知？我屌死冇人甲我講，上擺伊人才講你lawyer拍電話擺lawyer 講擺伊拍電話互我，擺個人把你甲我講，你屌死鬼節了。嚇？係咪輸咧嚇？你無，你特別出來人咧，你出來無，樣是 just 咪跟你講。Oh my god！ So 看甲開淡薄啦，看甲開啦，看甲開。我係了解嘅情形，因為伊無甲講嚟發到。伊情形相關。嚇？我諗我們好啊。就是。你話看我本是 actually 論咗，因為咱甲 explain 緊佢係邊嘢，所以你會記就一種嘅坎坷，即係感覺。So 曉落，你當今正極先，我係了解 ，because 我係貴先嘅時，我貴哪貴節啊，我貴未起嗰條，未困未食，未講話。特別啊，你慢慢幾多，你特別講你家己。So 這是一個 experience， 人特別經過這個 experience， 就是當今我感覺，你有經過安款物件，人講正極是咩事，你會明白 ，because 你經過。特別你講未出嘴 ，because 你聽到你未曉講。冇咩話，你講咩？我講 MCO 那時候本時咯，成日講我 even 我馬啦，伊唔是 COVID 嘅嘛掉，所以你本未使接去嘅，你知，所以 limit 講到這樣。嚇，冇你完全未使接去嘅，所以我本時徛到外口，該 say goodbye，because 伊係實入去大樓啦嘛，所以你敢若會使到門口呢，你知你袂使行入去伊個挖的，你知，所以變做你敢若會到外口，甲伊講下你去休息啦嚇，咩安尼款咯，然後伊人就殺伊入了，所以 the last moment 嗬，我看到我馬時咧嗬，本時到門口呢，袂使到挖的位嘅，無通入嘅咯，嗰陣時。哇 ！MCO 那時啊。COVID 就是哦，即係人可能。即係老人把所謂伊人行不了唔通去哦。如果伊人獨下去大樓對啦，禮拜。對啦，伊人係叻咯。計積壓嗬，成個歪流病，我本時無看到伊最後一邊啦，無，嗰時一個人報係嚟老人嘅名單嘛。所以我係大哥伊人，我係姊人看到伊啦，我是無啦，我第二節嗰個落去個人報嗰邊做嘢後數安尼咯。哦，我朋友伊翁死啦，特別唔是 COVID 死，伊是叫 cancer 死，伊翁死一般無通看 ，because COVID 無通看，伊上排排呀，兩個人呢，伊甲迄個 pastor 伊個查某本無通去 ，because 政府
limit 嘛，佢一站正響嘛，伊 COVID。我唔知係咩物件。我朋友本時伊講放袂落咯，伊講你做紅包啊，50幾年啊，你紅紙啊，你講無趁見着你冇辦法。John， 你搞啥子？講到對一個安排好。誒，按照你聲咧，聲係你麥，你知掉嚇？你零知掉，你麥。OK 哦，嚇 OK，當然你零聽咗，我聽掉啦。我係零冇知教授，我是講你講到對啦，就安排後數啦。我是講感覺，我是為老闆，伊呢是無做 view 嘅，就是伊無做係你平安做嘅。所以我是感覺 ，actually 即係到對。就現實啦，嗱是講你愛做物件，你不是愛做嘢，你做蝦米物件，愛對咯，愛誒 step 上面去做物件，所以你無 view 嚟講嗬，伊無平衡做，係你平衡做嚟講是啊，別只扛可對我人麻煩成個我 ，actually 我搞嘅個人不是只我不愛笑咩了嘅，不是就是即係為我本身是 Christian， 我老爸是佛教啦，特別嚇都。伊就是上個什麼，佢哋安啲實講伊嘅鳥，會唔會是伊不是愛接受？特別我當時知嘅，我知伊接受了，伊靈魂接受了。特別我是唔係介人去借咯，所以我是介講，不要緊，人做下面來做佛教咪，不要緊，你人做啦。講我係去 attend 嘅，特別我是你做下面教下面拜下面，我是冇拜啦，你看咯。所以我是感覺講安排後數啦 ，actually 你做出嚟平安做啊，不是 one of the 你安排好事，你物件你做你咪好。所以上嚟講，你家己心願，你家己要做下面物件，你寫出嚟講，你免學你出嚟驚字嘅啦，去猜講你做下面物件啊，去亂掉，即係本是 one of the 只安排好好你後數，你後第尾一個物件，係哇！嗰時話，人本來學人就係人頭先講安尼簽嘅物件，特別安尼濟人講喎，安尼濟人有家己經驗來 share 哦。我是講安尼講安尼話題，咁唔是講硬嘅話題啊。特別人本來學人嘅感覺是就咧就食哦，人會加夾出來，香港是一種好嘅物件。有時間最老實講一句，冰 suffering 嘅嚇，是冰。It's something that deep inside your heart 你講唔出嘅物件。但是白頭嘅時我感覺到那些人有機會，我是想會講實個就你講你平安抓你看啲物件，要緊嘅物件會處理嘅物件，係咪物件會講？特別我唔知我未曉啦，那是讓有人會知嘅，曉講啊，係咪要緊會做這條樹，係咪樹啊，做下處理。特別咧，我感覺就頂到嘅時有人較笨蛋咯，然後人較笨蛋冇愛講嗰啲物件嘛。Yes， 馬路嘅社會無相了嘛，如果有人有經過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人。有嘅成個 advice 人第好是第好處理，家己處理好事情，家己嘅好勢，家己嘅物件家己處理好勢是一個賣麻煩人嘅物件。OK 啦，感謝大家。我這個禮拜呢幫開甲阮講咱嘅心聽嘅故事噶，講後事啊等陣我講食物件我問就是當金興食物件。即咩事 ？OK， 我這邊嘅是較簡單嘅，我當時你是這邊撈一波啊？一波，我當時 OK 炒麵啊、糖水個有下面，當時做準備係啲點心呀，一件係咧點心啊 ，frozen 嘅啦 ，frozen 嘅點心，你做燒咯，吹燒都係使食，然後人這邊是安尼款啊，較正，然後有吃好咯。我係沙河粉，沙河粉未擺本，沙河粉一陣冇正好食啊！真係好食啊！一時差別了攞另外鹹，你看了來一隻是咳嚟，你看條。冇話冇攞嘅，我咪攞嘅。我當時大沙河粉，我係大沙河粉，大沙河粉。所以以前冇海啦，以前大啦。然後以前炒好時咧，炒好時咧貴嚟點少少，特別因為伊貴嚟點少是啊個5-6點蚊就貴嚟咧。那個隻人嚟是8點幾個隻人出現嘛，所以是。領起咧，特別咧，按啲做工嘛，按啲6點幾嚟做工，嚟做工喺度行去做咯。係咧，我覺得上面其實如果你拗啊、磨啊、塗啊，你識橋嘅啫。
安迪你咪做嘅就講了，安迪講別使當嘅。我就是安迪是包參嘅 package 嚟，一嚟隔咗成個嗰個做大冷。了嘅都免做掛行嘅，OK。哦，蹦掉問做嘅，你講下。教呢個免做嘅十分。แล้ว頭嘅冇地，咁樣頭嘅嚟選嘅嘛，頭嘅冇地就我講攞嚟安迪過嚟，啲咩？啊！我係銀包，我係想嘅學過就我就講自己睇垃圾嘢咋。一個 complain 好聽就，你講話冇啦，我做啲咩垃圾嘢？有時講帶一泵車，你話你學接架嘅時候，呢個夾講住估就批面。你計係咯呢個就夾埋批面嗬。係咯，你第三地名我講，尤其是我爸爸。貴啦，我唔係做批能嘅行政，都唔係可能掛掉，唔係學呢頭嘅債，係咯，要我自能知過就過，有我教壞呢啊，佢前面講你知下咩面有，我出去打包下咯，來插佢條嗌我去給表查嚟。阿龍啊，呢個就是正嘅功德，做完呢個你咪係正嘅功德。到這邊嘅功德，這邊很屌世界。一打嘅咧就是小肚。哎呦，這名乜隻小肚嘅啊？這名三名是唔是？頭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一隻，了伊落去減嘅時啊，伊出線嘅時三隻。哎呦，乜真貴？係咪好嘅人？即是好嘅人嘅嘢小肚。即係三隻嚟啦，對佢。出線了，短期啊，是唔是站了半河家己啦？對，站了半冇啦，接冇呢度，沒事。伊人是開比界啦，喂，好嘅人啊，好嘅人嘅。Because 碌叫你。你嚟話話是上，即係 Costco 嘅小雞學你呢？啊，你就出了，所以你若是無食，你講嘅人食嘅了，起碼佢就半。人家講住嗌去打包嚇，打包一人去打包。分豬肉，你講太公分豬肉就是安尼款。哦。這暝是5點加暗暝12點啦。哦，伊個 food 是無停嘅。哦，哇 ，free flow 啊！炒米粉啦，炒飯啦，咖喱雞啦。哎呦，即係好夾冷嘅啦。對。這暝是上危險本嚟啊！嚇，拍槍嚇！我嚟拍槍嘅嚇。安尼所講嘅拍槍人嘅都幫咪曬嘅。係你。燒嘅人都是夾梳頭，你看梳掉呀，係梳掉。哦，對，啷個白劍咧？靠白劍條。啊，白劍嘅燒。我媽媽咧，我有冠名嘛，特別佢哋燒呢時候，我個日走去咧，我講嘅對面，自己搞到對面啊。喂，你叫夾到幾次啊？我燒到你，我冇燒，而家都要處理哦。誒，插邊款講咩？哦 ，Rella 是成個講是 security 呢嚇，搞到過啦。Rella 是 volunteer 嘅。Rella 個女嘅，我唔係包愛女本啊。愛女，特別我未記住咧，冇講正濟女，特別 I think 幾百塊咯。因為你講。特別 Rella 有搞到講㗎阿半名咩？名啦，冇嘅。Rella 有到是個半名咯。個嘅名 ，OK。Rella 是唔是穿你白色嘅 uniform 嘅？車色哦，安裝這個係車到 Rella 往車係 Rella 是過來嘅，了伊阿妹過來了，伊個架揸起咯，佢阿妹冇人嘛。哦，所以意思是成個 midnight security guard 可能。對。哦。伊 Rella 就是一個成個有你家己嘅單板啊，是下面伊家己一個伊家己伊人 form 起來嘅，volunteer 起來嘅，一個 association 嚟使請伊去過。哦，成個咩叮當啊，rukun tetangga 呢嚇，成個neighborhood security 呢。哦 ，neighborhood watch 呀。誒，有差別款都未講咩？嚇。咁啊，往嘅是。即係就起來講。我人是食應該我是不理人咩嘛，我做食特別好，我食好，我叫你好，伊嚟一煮好嘅料就真正好食咯，就呀，佢係錯 review 呐，伊嘅湯嗬，伊用係咪煮咗伊用絲味？哦哇，Hello，要係你umami嘅味啊，哦，嚇，所以真好食，應該用絲味。哇，你食個幾點嘅？食個半暝咯。哦，
阿 John 啊，糖水咧。我講阿 John，我講你即 if 你大家利是啦，你去啊，你做。我見我總自己得到幾嘅物件。你做 Costco 自己講，我驚去甲你坐咩嗬？我驚得你請佢講，你係好食喎。我只吉卡吹，你陪一隻，你陪一隻好我食。如特多傾嘅啫。你吉卡吹嗌哦，吉卡吹嗌。啊！你是把咱无人去啊？咱坐咩？咱伫伊个出山，點樣做物件家咯？佢聽到伊拉打，我哋聽驚。喲，那是我呢，我 legacy 對 continue on 啊。Yeah， 咪個嘅話啦。哎呀，普吉馬路喺嗰啲自擺卜卜對。signature 就是喇叭。誒，這是佢啊。即係點解就你就係講白你好怪事哦！然之後你白你變得學嘅 episode 死啦！聽到我潮緊能走嘅了，哎呀死！我走唔夠正咩 ？Actually， 我是未拍本哦，變得學嘅 episode 嘅了，頭扮起扮嘅了。episode 1夠，episode 1夠夠死。哦，你放起其實你 screen 下，只見死啊，只見阿未死，只見有人聲，只見哦，嗰度啊，唔係放 YouTube 嗰陣講講啊，呀，看你扮到幾 episode 是個驚噶啦，扮住你 projector 嚟定嗬？扮 projector，哎呦，是未使見過阿考個阿潮咧。你嚟講啊，嗬，你嚟講啊，KL 啦，嗬，伊人有一個本是啥刮擦店啊，你看唔是刮擦店啊，伊是做啊，你看 funeral service 啊，然後伊人嗬有做，伊人最近啊有做一個燈會戲啊，不，伊人最近有做一個 activity，是好你去 experience。佢哋死嘅，佢哋哦，坤刮擦那邊，看一隻哦，就不受影響啦。From 你 start 嗬 ，from 到伊佢哋接刮擦去，你未接刮擦時，你是下到佢哋上班嘅，佢哋 T.R. 是佢哋啊，成 T.R. 不是意思成一個文層啊，你看，伊成一個人殺佢哋死人嘅，佢哋車你看啊。แล้วคุณต่อติดแล้วอีหลังเด็กยาอีปอกที่ไรแล้วแห่ดูที่กว่าช้าอะไรดีนะในความโซ่ขอรู้ที่เก่งยำอันในความเนี่ยกุยเลยแต่พี่ซีอ่ะตัวกูบ่เก่งยำแล้วก็你這個樣是國別嘅咋？哦，是對裝。即係呢物件是韓國造成嘅。哦，無你假假度即係物件，人假古正都已經有即個安尼 service 嘅。唔係你先是國別樣嘅 idea。แล้วอีหลัง做嘅係你 funeral 嘅，成日講 wake อันในความ啊嗬，真正 modern 嘅 style 嚟咯，整個水啊，然後個有下小影啊，個就是做個水就掉啊啦。有件事為其實咱講啦，做奧數嗬，是心是為了要做嗬歸先人，特別正式做出來物件，本是為挖掉嘅人。並是安心嘅可能啦，你做，所以唔通去笑命，去吹數啊！你看你咪件事地無好咯，啥？我就是佢就是，佢別笑命。即邊嘅要個好多係 make up 嚟咗，所以我有一個同事啦，伊嘛歸線咯，伊歸線啊，我人個人嘛是去看伊咯，然後一聽講白白做工嘅，伊計伊嚟找我嚟啦，伊講無可能伊用一個 colour lipstick 嘅，按款嘅 colour lipstick，伊是貴死人是袂買。唔用貴。伊講我會kam夾咧，伊家己嘅 lipstick 去解畫。伊當初無用迄個 coral 嘅 colour，伊是用 pink 甲是 red 嘅。我你唔通安尼假補？伊講 that's not her， she does not use that colour。伊講直直講。啊，咁掉本咯嗬。我愛交代，我係嚇，掉交代你都係咪食嘅講啊？
感謝我寫到咧 view 裏邊。對，感謝各位聽眾，即個禮拜咧嚟人甲我講，唔止個開喙個開心，甲我講兩個經驗。不到咧是，但係看聽咧，可能係明白啫。我當然聽到講有一條零嘅，你講係 service at least 人會知特別。無類嚟講，你會使去吹看 Facebook 嘅，到底吹有人有睇地演啊，還是樣嘅個人做啲觀察點嘅，你嚟講無類嚟講，樣會使去吹 resources 後，你成日講地嘅觀察類後類啦。感謝各位，你禮拜咱係到對嚟講者，感謝大家，拜拜，拜拜，拜拜。YouTube 發病人，頂住禮拜冇嗰隻 episode 就變嘅訂，都變易開，但係就一定要看，定聽 subscribe 佢一定係入正，定係入正嗬。往前就錄音嘅時，是有出新嘅 episode 嘅時就通知啦，感謝。